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公司台语台 YouTube 频道做开来用开讲式的方式来做开看咱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Q， 咱的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这个资格赛哦，真是有够可惜吼，咱12比5吼输互这个西班牙。不过今日咱好好啊，顶头来吼，咱今日对上的是这个南非。今日由我阿明来做转播这服务，伫我身躯边是咱台湾第一女裁判刘碧君老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碧君。有影吼，咱讲昨真正是有够可惜的可惜哦。不过咱讲吼，迄队伍唔是干那西班牙，伊是联军的这个形式吼。但是咱这个打球的部分，其实也要受发挥吼。只是讲安怎串联起来，啊，另外就是讲投手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发挥啦吼。老师，你来看昨迄场比赛咧？昨迄场比赛。确实讲小可意外啦，对，就是讲咱本来对咱台湾队嘛是足有信心的，而且来讲，普遍来讲，咱的状况应该是嘛是讲算袂歹。不过昨就是讲，咱原本的设定讲第一场比赛原本的投手，我想应该是有健康方面的状况啦。啊无通常袂讲第一场的时阵去采迄个较成熟、较少年的投手。啊，不过比赛就是安尼嘛，你若赢，伊就讲教练真厉害啊！你若讲天输了，都大家拢足有意见的啦，对啦。不过不管安怎。比赛咧台湾，不管比赛咧倒位，只要是咱台湾的选手，咱都是为咱台湾队加油。不过即届头一场的无赢球，我是感觉讲有一寡教训，咱会使合适到。比如讲，足明显的状况就是讲，咱拢是台湾队，拢是对于咱的打击足有信心的，尤其咱这个推下手嘛，拢足有实力的，嘛毋是讲袂出来。不过咧，即届我会感觉到着讲。大家对迄个投手的迄时间有无？即届有规定讲咱15秒爱出手，爱打击的这个时间。我感觉咱的打者敢若较无适应。虽然咱的中华迄个咧 CBBL 的时阵，嘛是有这个规定。不过咱时间一方面是较长，第二方面就是讲咱无遐尼讲强制安尼去，而且这差这几秒，真正就差足济。尤其你准备好势无准备好势。尤其你看咱学生的比赛，你有看学生比赛就知啊，有够拖的拖，有够拖的拖。我早起还咧徛迄个教唆比赛，有当时一场比赛拖到4点钟拢有。对，所以这。我感觉这 tempo 的改，对于这个咱昨的比赛有足大影响。不过既然咱拢看会到的时阵，我相信咱的选手、普罗的选手、甲教练嘛看会到，所以希望伊会足紧的调整，啊，甲家己的实力来表现出来。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规个这个教练团吼，其实嘛对整个吼这个选手，也是讲这个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吉肯，咱嘛讲吼，因失落无唔对，但是看到这个失落，代表讲因是重视这个结果啊。那么看到讲这个尾手这个比赛吼，其实咱的这个选手也是吼有这个真强这个意志吼，要来甲拼进前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今日这个教练团呢吼嘛是有做一个吼整个咱伫咧打击头顶，会当看安怎排安怎较顺啊吼。所以咱看到讲今日这打击顺序，咱台湾队吼是先讲的这部分，所以共款一番吼派出的这士林家辉吼，伊定收又外野吼，二番呢是昨吼讲了袂歹的这个主野吼，这个嘛是过去大联盟顶级吼，三番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吉肯吼，伊定收中外野吼，四番共款是昨有一个吼真好的这个表现，好不让表现2分吼，入来吼伊就是国防部长张玉成啦吼，过来是5番是吴念庭吼，伊今仔日咧伊的守备位置嘛换甲3垒者。6番是改做吼 DH 陈文杰，7番是吼今日守1垒的王柏贤，8番是张少雄吼来做捕手，9番是宋成瑞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啊，今日这个打击的顺序来讲吼，拢做过一个调整。尤其咱看到讲吼，哇，昨就是讲到串联的这个部分，真正好好注意。咱看到讲哇，残垒率吼，昨是有影悬的悬啦吼，所以咱这个部分啊，好好注意一下。啊，咱嘛讲到吼，这个南非吼，嘛是讲有人讲按算起来 A 组可能实力吼看起来无遐尔好，但是咱看到讲今仔日吼，这个。咱看到伊昨吼对于迄场比赛嘛是加延长赛，哇！所以咱今日你看老看，佫是拍西班牙嘛是延长赛，啊，因为比分来讲嘛是真少的这个比分，吼无亲像咱昨这个牛条安尼小气的什么感觉啊，所以咱这个方面嘛会当去看吼。啊，南非这边咱头段嘛讲到，因的这个先发吼，这个部分因今日是派出是 Damon King 来做投手吼 ，Tryon Miles 是做这个捕手 ，Jonathan Phillips 是1垒手 ，Victor
，and Gope 是二垒手哈，过来是 Anthony Phillips 是三垒手，因的 short 是 Tyler Smith。Joshua Wenzel 是因的这个左外野哈，定修因中外野是 Jason Charles， 过来是因的 Brandon Bullen 哈是 right fielder 哈是右外野哈，安的 DH 哈是 Brandon Smith。所以咱讲伫吼整个这个布局来讲，嘛是真这个完整啦吼，所以咱嘛袂当吼看轻因哦吼。昨咱嘛讲着吼，其实无人看轻西班牙吼，因为早就知影因是一个联军专队内底敢一个西班牙。因为 WBC 这个比赛，甲咱传统 WBC 的比赛足无相共的，就是讲，伊对这你的国家的资格是足松的啦，足松的吼。像古早若出去比迄个 WBC， 大家拢爱验你的 passport 度，确定你的迄个国家国籍对。啊，毋过这个比赛 WBC 的伊的迄个性质啊，无相共，伊是大联盟，伊主要是要推广棒球，就是讲因为棒球可能咧一寡国家是较热门，啊，有的国家像讲你讲南非啊、西班牙，大家讲迄个国家内底可能无遐尼侪人看棒球，甲耍棒球，毋过无代表讲因无遐个选手啊，所以这正讲大联盟想要推广这棒球啊，上好的方法就是讲，你像咱台湾，你该看即届12强，大家就知影，毋是讲即届比赛，逐摆比赛时阵，咱想看到这个台湾队的好表现，咱就是讲为咱的国家感觉足光荣的，所以共款因就是用这心理啦，就是讲希望你家己的国家，你为家己的国家的人加油啊。原本你的国家，甚至讲像以色列啊、英国啊，你无遐尼侪选手，所以伊就是用迄个放宽伊的迄个资格，就是讲，可能恁阿公阿嬷是捌着迄个国的血统，拢会使替你的国家拍。啊，这个选手伊可能本身的国籍的时阵，伊无可能拍到国家队，毋过伊有即款的机会啊，表现会使互大联盟看到，所以其实其他的国家嘛是讲足把握即个机会，所以咱拢知影讲，不只是西班牙，足侪国家的代表队，你当做是讲迄个国家其实无遐尼强，毋过实际上伊这代表的选手拢是足想要用看到伊的好表现。有影吼，所以咱讲到这个国籍放较松的，这是西班牙队啦哈。不如果咱嘛讲到，咱伫 A 组的另外一支强队，就是咱明仔要对的这个尼加拉瓜，连两场拢拍到这个延长赛，啊，尤其拢是甲这个对方吼气走去哈。所以咱虽然讲吼，伊拢是排伫这个下晡啊中道，啊明仔伊都有休困较长的这个时间，所以咱嘛看咱台湾队。今仔这表现，甲明仔表现，因为咱讲吼，可能咱要有这个分组第一的这吼机会吼，会当入去啦吼。但是不管如何，今仔日就是要好好来应征这场，尤其咱今日排出来这个投手吼，是咱的这个沙主神哈。沙主神呢，其实你过去嘛是社区联盟性质的这个体系出来吼，嘛袂当讲体系啦，社区练球迄款这个性质啊。但是竟然去互这个 Auckland 运动家队上调，表示伊一定的这个能力啦吼。啊，伊去年呢，伫咧这个小联盟1A 出赛24场哦，担任12场的这个先发，战绩是2场赢场6场败场吼，防御率差不多是6.33啊，因暗就是咱伫咧国际赛伊的头一届先发，不是讲伊伫这个过去 U23是讲其他的这个表现拢真好啦吼。碧君老师，你安怎看讲这回来派伊来做先发安尼？我感觉是袂歹，真好，因为这届资格赛时阵会看得出来，咱尽量拢有用了新的迄个选手，较少年选手，因为咱嘛知影讲，咱台湾足侪好手嘛，啊你嘛袂使讲拢是用迄同一批一直拍嘛，因为这届咱摕到资格赛迄个时阵呢，咱到正式赛的时阵，咱佫会另外佫来换咱的选手，会使代表国家的机会，讲确实是无介济，所以有即款的比赛，遮尔款世界顶级的比赛，会使互咱的选手，尤其是咧少年的选手会使表现，甚至迄个大联盟会使看的。我感觉讲这是比赛以外另外的价值。有影吼，所以咱今日派出这个沙主神吼，嘛当互大家看讲，昨咱看到讲，哇，这个少年林维文也好，是这个齐相信，真正是英雄出少年，19岁啊，今日这个吼沙主神是这个21岁啦吼，所以拢是差不多即卡头的少年囡仔，啊，真正代表国家队吼，咱看到真正少年出英雄，这个林维文起来，哇，10几粒球吼，这个连3的这个三振，啊，过来看到这个齐相信共款7粒球都解决迄个咱讲吼迄局啦吼，啊，但是比
较起来吼，咱总用到9个投手吼，咱经15个用到9个，吼，当然是咱讲本地就是车轮战的形式，但是无想讲迄第5局切遐济，但是咱嘛讲到这回这个赛制是有寡球数的这个限制安尼。是本地就是咧，这个比赛用意就是讲想要有较侪选手用看到，所以你大概为什么？比其他的比赛可能无选遐尼侪投手，不过 WBC 这款比赛一定要选足侪，因为伊有这很严格的迄个投手的限制，所以通常无可能你除了是你是迄救援的像 closer， 啊无通常牵30球以上是拢足正常，所以咱当足惯势的就是讲先发上少5局，啊了后再中继，啊这个比赛伊就是甲你限制讲。你刚牵50场，你就要休4天。休4天意思就是讲，差不多你这比赛你就通休，差不多啦，差不多这意思。所以本地的设计就是讲，哦球迷会使去享受讲，我会使看到足侪投手的表现。有影吼，这个球数这个限制吼，当场比赛上济85啦，啊你若是投满50，就是休4天，差不多，就是会使收起来吼。啊，但是咱嘛讲到吼，昨因为这录音机吼是唯一有一个超过30球的吼，所以都是爱加工吼。但是咱们讲袂使小连续3天拢出赛吼，所以这嘛是头拄老师讲的。吼，咱讲这个比赛就是要互所有的这个选手来互大家看到，但是这嘛考验咱的这个吼教练团用兵吼派将吼，尤其是投手这块啦吼，有啥物建议咱的这个台湾队无？这其实咱都爱变做讲爱放开，爱 enjoy the game，enjoy the game， 因为这都甲咱传统的。普通时咧看的国际赛，还是讲迄个 Pro 的比赛，都是无相共。有影。所以咱讲到吼，这回啦吼，这个投手的这个运用今日派出刷主神啊吼，啊咱讲到，因为这个马仔有对上这个尼卡拉瓜这个比赛吼，虽然咧咱讲啊这场吼，若是摕落来，啊马仔搁摕落来，可能还有分组第一的这个态势，因为尼卡拉瓜赢西班牙嘛吼，所以都要比这比分数，所以。比分数这个情形之下，咱都要好好控制今仔日，咱来当这个打架先开吼，咱讲开咯顺，规个比赛开了后，啊投手甲压制，咱今摕冠军，其实这个分组第一也是有望。哎呀，网球都是安尼啦，伊就是一支安打，一球啊牵，啊一蕊去甲迄个位头迄个切。伊个得分啊，就是安尼。有影吼，所以这个棒球就是无撇步啦吼。这个争取上垒吼，啊，过来就是一个好好讲。啊，尤其选球嘛是真重要啊。咱看昨的这个选球，其实西班牙选了好。啊，其实咱的这个投手咧，其实是咱讲争两球，好球数摕了是真紧，但是尾手迄个声这个打架要出腿啊，可能声袂到。这我都是定定咧讲的，讲实在哈，咧国际赛时阵，这好球甩击种确实讲是有较大啦。因为就是讲，你看这届比赛有足侪新的这个规定，为什么？就是讲古早传统来讲，野球比赛拢是上少就3点半钟，甚至讲有人咧讲要用较短的时阵，甚至有人讲要甲迄个比赛改做7局，足侪国际赛已经改做7局。为什么？大家讲，因为真的人拢短影音，看啥物比赛超过1点钟，大家就先啊。所以你比野球3点半钟、4点钟，大家袂同意。所以大联盟前几年就开始一直在改变。所以像我会记得我旧年吧，去美国看一场卡布斯的比赛。我坐车去遐就开点外钟，啊排队入去，结果比赛2点钟就煞。你就讲我到底看到啥？所以其实你印象无共款。对，所以有的美国人就讲，你票卖遐贵，啊你比赛，所以伊嘛是有因的迄个反省啦。啊，不过目前来讲，加速这比赛进行是一定是会为这方面去行啊。所以其实咱台湾不止咧讲咱这比赛 tempo。啊，还有迄个实摔一种，因为实摔一种在国际赛，伊一直甲阮讲放好大，看，为虾米？你看的时阵，迄个推下手才会出来，嘿，对。啊，毋过讲实在，以裁判的立场来讲，实摔一种愈看愈歹扣，愈细愈好扣。为啥细的时阵我就设定这位，你来讲入来就好，啊大颠倒歹扣，因为你较会颠打。啊，所以有当时咱会看这国际赛时阵讲，咱甲平常时差做裁判上讨厌人讲一句，酒喊啦，对。啊，毋过
这趋势就是安尼啦，咱爱想办法去适应啊。有影吼，即阵咱看到吼，一个球场顶吼，即个做即个开球啦吼，啊头拄啊区补的即个，竟然是咱的林维温吼，真正是看到伊的即个好表现。啊，昨这林维温吼，伊嘛是即个牵了吼，我那真欢喜啦吼，尾手就看到伊伫个伊的 IG 头顶，伊伫个破话，即足侪人甲take 过迄个即个感动的形吼，因为看到伊讲哇，我自伊吼，即个过去三级棒球就开始看伊啊，过去去用 Q 起来，咱昨嘛有讲到吼，即个就是伊投伤侪粒，吼牵200多粒去奥克兰的运动家，但是咱讲球赛做囡仔的时阵，做囡仔的时阵，哎有影啊，既然去哦，咱讲即个即个球坛吼，一路看甲伊即个成长的即个过程吼，咱过来甲大家复习一下，咱今日排出来即个先番顺序吼，咱讲1番是林家辉吼，即个尤外野吼，2番是朱野，过来是3番是咱的陈吉健，4番是咱的国防部长张玉成，5番是吴念婷，6番是陈文杰，7番是王柏贤，8番是张少雄吼，9番是这个宋成瑞啦吼，啊，因的这个先发的这个守备蓝灰排出来是 Devin King， 最后因的这个投手吼 ，Tryon Miles 是因的 cap 这个保手。Jonathan Phillips 是1垒手，2垒手是 Victor Agope， 3垒手是 Anthony Phillips，short 是 Tyler Smith， 过来是因的左外野手是 Joshua Wenzel， 过来是因的中外野。是 Jason Charles， 过来是因的右外野吼 ，Brandon Bullen， 吼，即阵吼，咱来看讲哇，差不多吼，准备要起鼓啊吼，咱嘛继续为咱的台湾加油啦吼，啊，伫遮慢慢甲即个观众朋友讲一下吼，咱即个手机啊摕起来吼，分享咱 YouTube 的即个 link 吼，更较侪人知吼，阿面头都已经分享去吼，啊，咱嘛会当继续来为台湾加油吼，尤其咱讲到吼，即个对抗南非，咱今日吼非赢不可，一定要赢啦吼，所以咱今日是咱讲所有的吼，兵所有的将拢甲用起，咱头拄嘛讲到吼，即个伫咧先发顺序吼，有做一寡吼改变，甲即个配音林主委也来甲二番吼，相信就是要互咱的即个打点看有人的时阵。卖亲像昨安尼，拢残累，哎，有影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就好好来去观察。即阵呢，咱看到讲投手吼，这个规个南非的这个守备位置吼，已经准备好势啊。好，即阵也过来，这是这顶播昨的比赛。哦，昨的比赛哦，尤其昨的比赛嘛是真紧张。我想讲哇，共款咱是穿这个白色蓝色的衫，叫是咱已经开始吼，哦，叫是咱已经徛起咧三垒啊呢。这算 nice play 啊，nice play 啊。你right 度，我度嘿，较多就好诶。哎，有影吼，所以较大就好诶，较大就好诶吼，所以咱会当期待咱吼嘛是讲大机的表现，吼有影吼，所以。咱会当好好啊来欣赏这场比赛啦吼，啊当然咱嘛讲到吼，这个过去吼，这个南非前一战是头拄啊咱讲到对着这个尼加拉瓜吼，拍甲延长赛10局，啊嘛是一个投手战吼，敢若用3名投手，而且拢无超过50球吼，所以因对阵台湾咧，吼差不多也够11位投手会当来去做调度啦吼，所以这是咱好好啊。来看讲，今日咱甲因的这个投手，吼，互因牛条小气，咱的打线发挥，吼，咱会当看到讲，其实这个打线这个安排，吼，相信咱会当好好啊来期待啦，吼。啊，不如个咱嘛讲到吼，今日共款做开路先锋的是林家辉，吼，昨咧伊是5支1，吼，啊，不如个咧，伊伫这接球的时阵，咱过去拢讲伊可能手臂吼爱较注意一下，啊，昨嘛有一粒球吼是要甲伸起来，结果是牵到伊的这个面颊吼，希望拢是较无代志安尼啦吼，啊，咱嘛讲到主委啊吼，昨是这个有2支2垒安打，啊，结合嘛是真好，嘛是2垒安打吼，啊，讲到张玉成当然免讲嘛吼，是这个咱讲防不让，啊，但是伊嘛是只吼过来客安尼吼，啊，但是吴念婷伊就是互咱卖红口斗的一个英雄伫啦吼，哦，即阵咱看到家辉吼已经徛起哩咱的这个吼打击区，同款老师讲到秒数爱注意一下吼。我看即摆会长嘛，拢有去看比赛嘛，所以大家甲会长讲一下，讲其实你讲第一期的比赛，我相信咱普罗的选手拢会去适应。不过上好的方法嘛是讲，咱普通时咱普罗咧比赛的时阵，咱球场的这个时钟啊，嘛会使设好。我必须讲坦白讲一下，就是讲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你这时钟你看球场有时钟，不过爱参考咱裁判的角度，因为我有当时我徛的位，观众看会到时钟，其实裁判看无。哦，咱先来看这个场顶吼。
这个林家辉吼，这个林好的开始吼，捡到一个宝藏了吼，这阵咱已经来甲吼，这个一类哇，有影吼，头拄啊老师的这建议嘛真好，唔嘛敢若是国际赛爱运用这个主，咱讲吼这个时钟，其实伫咧普通的咱的台湾职业棒球的这个赛制内底，应该都要甲这个物件吼选手早就适应安尼啦吼。因为咱这有足侪球场拍普罗的比赛的球队拢有设，不过有的迄个时钟设的所在，会上好是搁调整啦，调整讲裁判会使看较清楚，安尼阮咧执法的时阵才会使较确实啦。较确实安尼吼，有影有当时啊，迄个时钟嘛是有，但是就是讲啊，迄个角度我看无，嘿，对，就地输吼，啊，咱有这个影响吼。所以拜托你，哇，咱来看这个林家辉，哦，水哦，哇，咱来看讲吼，这个头塁有成功吼，啊，这个保守传过吼，嘛无传好势吼，所以咱即阵看到林家辉已经来到这个二垒了，吼，头拄也是看到林子伟，是，吼，一开始有要压这个底棍啊，吼，但是第一粒球都无啊，吼，因为咱看到讲其实这个选手，这个投手其实也无投入任何的好球啦，吼，所以会当把伊控球无好势这款现象安尼。面对咱台湾队，相信因是比咱较紧张啦。有影有影。啊，伊嘛无像咱台湾的选手会使看到遐尔侪观众啦。哦，对吼，这个因过去南非嘛，毋是这个以棒球吼为这个较 popular 的这个运动啦吼，所以咱看这爱适应球迷，尤其咱是主场优势吼，所以因惊咱伊这个嘛惊咱的这个球迷安尼啦吼。啊，这个比赛的头垒，我相信咱教练嘛是会用较侪这个战术，因为这届比赛嘛是有甲这垒包用较快，用较快啊，所以你垒包较大的时阵，一垒到二垒，二垒到三垒，这距离就较短啊。哦，这就是嘛是大联盟想要讲刺激，讲甲较侪头垒，啊，比赛安尼较刺激。有影讲到头垒，咱即阵吼。免头用行就好啊 ，walk 就起哩就会使哈。即连续两个补上吼，甲咱的这个家辉啊，但是看到因的教练水出来，这 timing 嘛叫了真好，叫了真好啦吼。所以咱即阵呢也拢无讲到安打吼，但是咱靠到这个对方的两个补上吼，是用9粒球吼，就甲因的这个教练团甲伊送起来吼，嘛是互伊一个提醒尔吧，吼有影啦吼。因为咱讲比赛嘛，才刚开始，对，就有必要的。少年呐，少年嘿，有影。Damon King， 咱讲是28岁这个选手啦，吼，有影。你莫讲啥，我会记得我头一摆徛迄个国际赛时，阮是裁判，我免比赛哦。结果咧Venezuela的时阵，迄个满场万几人，迄边仔咧滑的时阵，迄心中敢若要跳出来。迄多彩安尼。啊，明明都无我的代志，输赢敢我无代志，毋过徛喺遐头一场嘛是足紧张的，头一场拄着遐尔侪观众，嘛是啊，因拢会拍鼓嘛，像咱台湾啊拍鼓啊了滑。连裁判拢会紧张，连裁判拢会紧张者吼。但是即阵咱吼有影吼，所以咱看到讲4万的球迷即阵吼，伫咧现场为咱的单家还有全台湾吼，尤其是 Captain Taiwan 吼，昨嘛是讲了最好，哦是要压地基的吼。这无这就是了乱，因为你知影伊现在牵袂入去嘛，牵袂入去就来甲乱者。有影吼，所以甲人一个安尼啦吼。有影，所以即阵吼，我相信。这个有人讲长的这个大巨蛋是图书馆吼，但是点，咱即阵都甲插起来吼，有影。真正的球迷咧，安尼滑是有差呢。有差啦，嘿，有压力呢。有压力吼，所以咱就是吼，这个规个法规，咱看会当考到无？上好是安尼。上好是安尼吼，安尼明仔拍起来嘛，甲有这个。较早困啊。较早困安尼吼，过来看即球吼，来甲拍甲中外野，可能吼，这个去互中外野手甲接起来，不如个有趁传无机会无吼。这个 Captain Taiwan 吼，即球去用接杀吼，无要紧，咱也是1、2垒吼，有这个咱的补上去的这个选手。哇，这伊一球一拍出去就知啊。哎，可能无遐尔。就知啊。哎，不如个即阵来到是咱的国防部长吼，这个过去吼，伫咧2023年经典赛吼。嘛是有2支全垒打，啊，昨共款嘛是1支2分，咱期待伊这支3分呢。出手嘛是，足有名的，张家5兄弟。有影吼，所以你来看伊接积极来去出推啊，表示可能。因为这选手因拢家己会设定讲，我要今日我要掠什么球啦，嘿对。哦，共款是2支 swing strikes。
有影这个国防部长，咱头拄有讲到伊过去的这个战绩啦吼。2023年吼，就是咱拍了最好的啊，但是虽然2场赢场2场败场吼，伊 MVP 哦吼，但是咱外个亲像这款的状况啊，甲拍落吼，好好甲讲。啊，即阵呢，虽然这个投手吼，这个球速领先啊，不是个对着这个大机的，可能也是啊投较开一淡薄啦吼。无一定是家己愿意的，伊嘛是想要牵入去，毋过牵袂去。控球也是伊的大问题咧。是看起来，佫会使佫观察一下。哎，所以有的时阵吼，是毋是自头到尾就是牵袂入去？哎呦，这球竟然甲声掉的哇！这个咱的国防部长是互这个 Damon King。哦，三振，啊，咱讲这个，互推啊手，吼挥空率，吼这嘛是，咱讲选手吼投手的一个指标之一啦吼。不是个咱也是爱期待啦吼，这个吴念庭，这个打点科啊之贵，啊，昨吼有一个打点吼，咱嘛看到讲伊昨是这个5+3啦吼，非常悬的这个打击率，啊，即阵抢到好球数，可能。也咧烧啦吼，这个热身也未够，吼，但是咱的这个热身，咱相信咱的大家拢已经准备好势啊。期待者，有啊吧？哇！结果这个吴念庭吼是2垒手吼传互1垒手刺杀出局，哇！咱留下这个1、2垒的这个站垒。这就真正较无彩啊！本地是望讲咱会当伫这个投手，都该压落。哎，啊控球也未好势吼，刷来是3、4、5番吼，拢是这个单击现向接杀，吼张玉成向三振，啊头拄也是刺杀，啊不如个咱就好好咱讲咱的这个手臂的这个部分吼，手臂的这个部分吼，咱啊等下好好排出来，就是咱的吼沙主席，咱头拄讲了21岁，目前伫咧 Auckland 这个运动家队啦吼，1A 的这个选手。啊，过来配用的这个捕手咧，就是张孝宏啦吼。啊，咱嘛讲到这个王柏权吼，昨是守外野，啊，过来就是林子伟吼守2垒，这个3垒咧是吴念庭吼，张玉成是守速度和昨共款。啊，不如个咱看到讲宋成瑞吼，昨是这个大打吼，也无做守备吼，但是即阵家变做是左外野，啊，昨是林家辉啦吼。啊，过来是陈吉宪吼中外野，啊，林家辉即阵是来守右外野吼。老师咧头看讲吼，第一局咱其实是介可惜啦吼。嘿，介可惜，因为他头一局伊趁伊还是遐无稳的时阵啊，上少日1分的时阵，对方有压力啦。不过袂要紧，就是比赛开始，啊，希望咱会使。更较好的发挥，更较好的发挥啦吼，有影吼，咱第2局嘛当好好来过来观察，伊头拄啊这个投手差不多嘛是10几粒球，15粒，迄个卡投啊啦吼，啊咱其实咧咱逐支拢是大机的这个推啊，会当好好来运用一下吼。好，咱共款吼，头拄有讲到咱这个守备位置吼，过来介绍吼，咱这个南非啦吼，因为一番是 Victor and Gope 哈，2番是 Tyler Smith， 3番是 Jonathan Phillips， 4番是 Brendan Smith。5番是 Anthony Phillips，6番是 Brandon Boone，7番是 Tyron Malon， 过来是8番 Joshua Wenzel， 好，9番是 Jason Carswell， 哦，咱的这个刷主型哈，这个过去的防御率咱头都讲到6.33啦哈，啊过去伫咧这个咱讲 U23的时阵哈，个提早自伊这个运动家先来拍咱的这个国际赛啊代表这个国较关级的就是即阵咱就哇第一粒球就摕到好球，即阵是连续2粒好球了吼。咱看到这个 N Gope 伊过去咧伫南非遮嘛是算拍了袂歹的选手哦。是。看到这个刷主型这个投球的这个趋势不离也好安尼。看人家三振起来无？有要甲成了，来看这个一垒线。是。应该是无swing出去了吼。应该是无。哎。小叮当。小叮当尔吼。嘿，对。即阵球数来讲，2粒好球，2粒歹球。咱主要来会使观察讲，因为这投手、捕手的迄个投手有法度
牵着保守要伫个位哦。是，嘿，来观察，因为蒋少红嘛是算就有经验的保守啊。是，嘿，张少红嘛是这个未转量的这个哦保守吼。嘿是。不如讲咱看这个 Angle 配吼，其实伫咧这个两粒好球以后吼，看到差不多的球就出腿啊吼。嘛无受拍，袂歹。就有经验的。就有经验吼。刷主神看当摕到第一个出局数无？哇，也是甲伊交起，哎，不如讲咱看到讲咱的这个刷主神已经超过150吼。过去伫小联盟体系吼，伊的这个信卡吼，这个 curve 顶顶的这个球路吼拢有啦吼。咱嘛讲伊过去是社区吼，但是咧一路都是去互这个 Auckland 吼运动家队竞去啦吼，展现伊的实力。哇，这个也是足黏的吼，用7粒球啊要当解决安尼。不过反正咱台湾队嘛无啥物退路啦，投手嘛是有够啦，所以先免烦恼这用球的一场一场赢起来。有影，对。这个咱看咱的手臂的这机会，团吼刷主神，无问题，这个一垒，这个甲伊刺杀 Victor Ngope， 去互咱讲这个。投手保卫了啊，真正完成这个动作。安尼一粒一粒来就好啊。有影。这个万事起头难哈，咱相信头过心就过哈。因为咱台湾队总是安尼啦，头一场拢较无，较袂发挥，会愈拍愈好。有影。所以这阵来甲2番的 Tyler Smith， 好球。球真好走呢，真好走吼，所以伊的迄个球路嘛是不哩侪当应用安尼。好，接着吼，共款吼2垒啊，吼1垒无问题。哇，连续2粒，有影头过身都过哈，尤其来到这个主位啊，遮伊讲我来哈，就传吼咱的这个1垒手，1垒手今仔日是安排王柏宪哈。张伊虽然守这个3垒吼，今仔这个1垒吼，可能对伊来讲嘛是搁较好守的这个位啦吼。本来伊就是拢2垒、3垒拢有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咱的野手拢是 utility man 吼，拢会当拎骨溜来应用。这是毋是时间上的这个？对，无错。哇，这就是花着时间，打架无法度准备好势哈，就记一粒好球。咱是用记一粒歹球吼。应该是好球。OK。这阵一粒好球，一粒歹球，可能是打架无准备好势。时间以来无力气。这个找到咱的国防部长团用1垒，应该是无问题。3上3咯，哇，咱的这个水溃啦吼。虽然第一个打架吼，这个棍仔较黏，但是咱看，咱就是头先老师讲的，一个吼捌打，一个捌打，好好应对。哇，这个刷主神伊嘛，吼，这个安尼比起来，吼，无问题啦。吼，这阵虽然吼，咱也未讲出安打，但是咱讲第2开始啊，文杰要起来吼，咱就好好来期望吼。所以共款就是安尼拍吼。这就是过去咱的这个实力，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将迄个物件吼，该清除一下吼 ，erase， 该清除起来吼。咱今日全新的台湾队就要伫遮开始啦吼，尤其咱看到讲今日派出来投手21岁，头拄有遮尔好的这个表现，伊嘛是完成头一个咱讲吼手臂。所以安尼看起来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吼。但是咱们讲到这个讲较远咧，吼，就是讲其实咱阁有这个今仔日。马仔，吼，若是要拍个拜日，吼，其实这个规个调度来讲，头拄人讲用球数，吼，咱看到尾啊，这个刷主神用球数，吼，除了第一个打实是7球啦，吼，其他拢是咱靠队友的这个手臂，手臂其实咱昨嘛看到讲，其实有迄较侪稳型的，就是讲你差不多会当接到。虽然咱台湾队拢第一场拢安尼啦，第一场安尼，没啦，了后就会愈来愈。所以有影吼，所以今仔日全新的吼，有影。咱嘛讲到吼，整个的这个比赛，咱马仔对的是这个尼卡拉夸，尼卡拉夸真正就是因拢用迄个投手阵的这个概念吼，尤其一个投手拢会当这个甲你压这个死，尤其对讲咱昨的这个西班牙，共款嘛是互伊害一个全垒打尔，吼得1分啊，所以咱讲整个的这个比赛，吼真正是要过来好好应对啦吼。有影，即阵吼2局吼顶半局吼，咱就要来做
换咱讲啊吼，啊，等下要轮到的是咱的这个陈文杰吼，今日做指定打击，昨的这个指定打击其实是陈中武啦吼，本地是要配应迄个礼物吼，因为过去掀开2023年吼，迄个打击的迄个部分吼，可能有7成伊，但是陈中武吼，昨拢无发挥啦吼，是较可惜的，所以今日的DH 就换这个陈文杰啦吼。昨有一个出赛无任何的这个表现，5万伊开红盘，有影即阵投手共款控球的问题。大家有安尼感觉讲，这换局的时阵时间有够紧的吼。是。96年。哎。袂赴你去变数。袂赴你去变数。古早拢较拖，现在比赛拢要求速度安尼。速度，有影陈文杰嘛是咱大cường雄鹰的这个选手吼。过去咧，伊其实嘛，去年得这个外野的金手套吼，但是今日排指定打击嘛是要求伊打击有能力发挥。伫3粒球了后吼，这个连续2个好球来个满球数。出去啊啦！哇，伊手臂嘛是袂歹，叫一垒手吼，这个刺杀，哇！所以咱讲，陈文杰这个虽然是刺杀，咱过来就轮到王柏贤吼。这个因的这个一垒手咧是 Jonathan Phillips， 昨表现了真好。是。过来轮到咱的这个王柏贤。王柏贤呢嘛是大cường雄鹰吼，虽然看到讲吼，这个自5番、6番、7番开始拢是大强雄鹰吼，昨的这个开路的甲1、2、3番拢是统一赛。因若拢愿意为国家拍球，拢是足感谢的。有影有影。因为这拢是压力足大的。哇，赶快是迄个，哇，这个4个来机会来，这阵咱趁到这个判团来甲2垒咯。是。哇，这个应该是记一个安大，佮记一个4个吼。看记录怎咯？是，哇，咱有总算来到得分区啊吼，这是王柏贤大cường雄鹰，这共款找到一垒手吼，但是一垒手咧无法度，甲这个吼球传好势传互投手，吼所以球落去吼，造成这个失误，趁这个失误咧，王柏贤来甲2垒，咱的得分区啊。这咱就爱把握啦。有影有影。伊野球就是安尼啊，对方的失误就是咱的机会啊。有影。吼，迄个开一定要掌握无掉吼，即阵来到张孝宏吼，咱今日8番的捕手。哇，共款吼。可能嘛有受到头拄啊，迄个处理球无好势吼，过来影响到伊的心情。目前用球数嘛，要来到30啊。这比赛嘛有这届比赛的规定嘛是咱牵涉加加敢会使3摆。3届是。对。你若第3摆佫无成功，你就要算木句啊。哦，就算木句吼，投手。犯规你就加上一个绿包，啊无进前古早有当时你看棒球啊，一直牵一垒，牵到连迄观众就咧呜，伊就讲遐牵伊个。伊就讲正面对决你会打架咧吼。正都拢袂啊。是，安尼就袂安尼拖刷刷吼。不过即阵吼 ，Damon King 吼出着，佫是一个歹球。我相信咱的大家一定会去设定伊家己要拍的球。嘿，对，就有无因有赶紧，咱无赶紧。有影吼。毕竟伊正歹球也是较济啦。是，哇，佫是一粒歹球，吼，来到满球数。这个满球数，咱的这个2垒是头拄的吼，因为这个安打吼，佫有失误下去甲2垒吼。张孝宏。满球数的对决，吼，骨仔嘛是真黏哦。有影看到
这个咱的气氛吼，有影真正无共款啦吼。咱这阵伫咧大巨蛋内底，吼，咱的应援团，吼，这阵开始共款来为咱台湾队吼，共款咱线顶的好朋友，吼，共款为咱台湾队来加油哦。咱是希望咱安踏较紧出现。有影已经有啊吧？哇！但是这个信号，哎呀，走路的信号，吼，这条球拄好来甲因小啊，这个。来甲这个，尤其是啊，速度这个所在吼，走蕊咧，吼，拄则去的这个王福贤啊，吼，走了无好势吼，一个手想要走，佫无爱走安尼，啊，但是这个速度传互二蕊手，这可能来看卖是，咱是不是有战术？哦，是不是本地要走啦吼？迄多软还是安怎？哇，介可惜，二蕊换一蕊。哎呀，无彩，无彩。唔知是毋是有战术？是。啊无通常拍到迄个位置的时阵，迄个跑者应该是袂遐成功啦。啊，有影。通常是安尼啦，可能有战术啦。哇，这就较这个战术吼，这个执行的上吼，可能咱嘛会当个观察吼，不如讲咱也看唔到，还是配合了。无好势安尼，无好势，对，啊，无通常是袂安尼。有影，这局真正好啊吧？尤其即阵咱嘛看到讲，吼，咱本地的得分科啊有遮尔好吼，啊战术的这个执行，啊，但是咧，这个投手其实也是吼，歹球率吼较悬啦吼。那是要讲大器型安尼。宋成瑞吼嘛是咱兄弟的这个选手吼，过去本地伊伫顶礼拜吼，大汉交流赛拢是互伊做开路的这个先发啦吼，啊，但是伊当阵也无好好的打击表现吼，但是伫咧啊，甲咱台湾这棒球的这个哦交流交流赛内底吼，才讲出这个安打吼，啊，今仔伊才甲伊放起来，这个先发的这名单嘛是望伊吼，会当好好发挥一下，加油！伊算足天才选手，哎，你来看。是哦，你加在，感谢你啦！这个镜头，感谢你。哎，咱这个一类裁判讲无啦吼。哎，裁判讲无就无啦。对。相信裁判。哎，你这就是相信裁判。有影。啊，咱这一类吼，看会当有推荐的效果无？哎，水，这轮来到满球数，啊，用球数，这对方已经来到。后要换40粒球啊吼，咱望成瑞共款的当徛起你甲吼铝包头顶吼，所以就要轮到咱的一番。哦，水啦，出去啊！好，咱这阵看到这个宋成瑞吼，讲出一支安打来到，咱讲吼这个浪呐来到3垒咯，哟吼！宋成瑞吼大爷勇敢吼，咱看到现场的气氛真正赞哦，哇！若是头拄啊，迄个战术进行卖负，咱就得分啊。不过袂要紧，袂要紧。哇，咱有把握这个机会。有影，是。啊，这球嘛算真食家的吼。拍到足强的。哇，所以咱看到讲吼，宋成瑞吼，今仔应该是拍咱的第2支安打啦吼。若是啊，头拄啊，迄个记15吼，应该是。伊可能都无安打，嘿。等下咱嘛来看这个记录组是安怎来记吼。啊无，伊就是一个安打，搁一个胜哦。嘿，对，一个安打，一个胜。因为伊爱交代讲，伊为什么伊去你二垒？是。吼，可能就是迄粒球本地要传到一垒的时阵，就算伊安打。应该是算到一垒尔。是。啊，你爱解说讲为什么伊会使去你二垒？是。就是记一个胜哦。是有影，所以即阵共款来牵涉一下吼。即阵用球嘛来到41。啊，对于南非来讲，可能就是到处拢转出去啊啦吼，因为因可能嘛无法度拍到后礼拜2的这个比赛呢。好，共款加辉吼，好好来选球，啊伊嘛是有这个降大机的这个能力，哎，顶礼拜就伫这个球场，啊，这个 slam home run 安尼吼。该扫出去，咱即阵无要紧，3分就好。共款即个歹球啦吼。我即个投手主要拢是用即粒肉菜的，啊有当时啊个一个 slider。其实我相信咱已经适应啊，会在有得适应。有影。
毋过保守嘛是该知呢。该知吼。嘿，因为安尼配球的时阵，就是保守最重要的。嘛该提醒吼。有影。所以拢算是较有经验的啦吼。嘿，是。虽然咱讲这南非有的这个选手是拍垒球、拍棒球，毋是完全拍棒球吼。是。但是这个应对这个国际这个比赛共款，嘛是要有一寡本领伫咧。尤其咱看讲，昨对尼卡拉瓜当控制，这延长赛才互伊这个吼，咱讲得到分数赢比赛吼。对因来讲是足可惜的，因嘛是有机会通赢。哎，有影。尤其因有这个唱球的战术啊。好，即阵咱看到加菲吼，这个咱讲到伊今仔日已经摕到2个补偿吼，所以真正的这个南非可能较惊咱的选手。今仔日咧，这个咱讲 Diamond King 咧已经投出3届的吼补偿啊啦吼，算是。因为这个投手其实。因为咱对南非的比赛，咱拢较无印象。有影迄个讲找无资料啦。咧收早的时阵拢找无安尼。嘿啦，靠诶。不过这个投手应该少年时阵，比如讲18U 还是23U，拢对过咱台湾队。有影。嘿，只是讲迄资料嘛，足歹参考的。尤其迄个少年可能差要10岁安尼啦吼，有影。即阵咱就来看注意啊吼，昨的这个好表现是毋是会当来延续吼？今日先嘛是互这个。补偿，爱昨吼嘛是有这个2支2垒安打吼，这么好的这个表现。即阵尤其吼满垒的局面，咱望伊一支大的，哇！即阵同款咱照望吼，这个 Diamond King 投袂入去。其实迄球嘛是真水，真水吼。你就来看主审要 Q 无？对。较厉害的，较厉害的爱攻击啦。对。尤其2粒好球了，拜托诶，2粒好球恁就出腿啊，莫交阮裁判，压力就大，阮无要比赛，是恁要比诶。有听着无？2粒好球了，恁就出腿啊，莫交因。对哦，拜托诶。好，即阵来到满球数。是。安尼压力就因遐，一定爱捡好球啊！一定爱捡好球啊！啊，这嘛是咱注意啊，这个机会来啊吼。后一番呢，就是咱的这个单结线啊吼。所以咱当望讲吼，这个主意先讲出去，吼，咱的结线啊，刷来咱的国防部长拢会当好好来去讲。哇，林主已经用掉。哎呀！啊，但是呢，这个用丢掉三振了后呢，就是。留下一个满垒的残垒啦吼，但是遐早咱看到讲林水啊，本地要甲伊的这个，咱讲防护用具拢甲退掉，要去一垒啊。哇，这个战后具嘛是咧爱笑安尼。无法度，刚才会使笑，这一点这无法度。这无法度吼。这无法度，因为讲实在，你2粒好球了，你差不多都爱迄落啊。都爱出手啊啦吼。对啊。袂当讲等一粒啊。无讲咱好讲等啦啦，啊，而且裁判啊，你。我决定的就决定啊，我嘛袂爱讲，敢若嘛是差不多嘛，无可能啊，一定爱决啊。有影，哇！所以咱吼连续咧吼，看到讲伫咧这个第2局吼满垒的这个情形之下，但是吼有几个这个打球的表现其实是袂歹吼，尤其咱看到讲王柏健迄当阵是这个哦，算1垒安打，搁一个失误吼，去你甲2垒吼，但是这战术的这执行啦吼，啊，过来是吼这个宋成瑞吼，其实嘛讲一支安打去哩，啊，过来林家辉吼有这个补偿吼。啊，但是主要者吼，其实咱嘛看真正2粒以后吼，莫搁交裁判，拜托安尼。哦，但是咱啊，你来看吼，这个啊，真正好发包啊。差不多都该蒙出去，都爱拉一个。有影，都爱拉一个吼。所以无要紧，交互单结线张玉成、吴念婷伫咧第3局的顶半局。虽然咱今日投手发挥袂歹，不过上好嘛是讲分数爱有入来。有影。压力较袂遐大。咱头拄才咧讲，就是讲咱要甲这个比分数比较大咧，互咱投手较有才调。压力较袂遐大。啊，系压力较袂遐细吼，尤其咱讲到吼，咱千万唔通拍甲亲像因含这个尼卡拉瓜呢，有影迄对咱都非常这个不利安尼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第2局啦吼。
虽然这个陈文杰是去用刺杀王柏贤的1垒来个15啦，来个2垒啦但是这个战术这个4角菜去用这个 touch out 去，尾下咧看到张孝宏这个水这个主役同款是这个来到第2局下半局啦守备先甲伊套转来，是迄球都袂记住，袂记住咱即马有迄个虎啊、鹿啊，咱甲撸掉。比赛是拍9局啦，不过上好咱是讲气势拍出来啊，气势拍，即场拍顺，目前为止咱打击无遐顺啊，迄个手臂是正常，是希望讲打击已经这气势拍出来了，咱明仔比赛才会较好讲。有影，明仔迄个毋是滚绳球迄支较袂讲咱压力遐大。对。沙主神其实投球嘛是真正算好看的吼，足顺的啦，足顺的，协调啦，协调性真好，协调好。甲昨咱看到林维文，甲气象性，有影是迄个真好势吼，看了足好看。一个人考验3垒手，咱吴念庭传向1垒应该是无问题。轻松即阵咱的这个其实就是用球数真干性，袂拖刷。安尼是上好的，有影，安尼上好。哇，这个嘛是对沙主神来讲是上好的，这个咱讲靠咱的这个手臂啦吼。有影脏就是烧伫啊，迄滴轮回安尼。所以这个手臂咱其实咱讲这个 utility man 即阵画面看到就是咱的这个3垒手这个吴念庭昨有3支的这个真好的这个安打的这个表现。来甲因的6番Brandon 武勇。目前南非啦也无法度即个突破沙主神，我相信这再继续有影，水，佫是一条好球。有影咱头拄仔才咧讲，即个沙主神过去拢毋是即个科班出身的，可能伊的即个身体较无像即个过去咱即个科班出身的遐尔糙。我啦，其实到高中的时阵，这拢是算有专门咧训练。有咧训练啊。其实社区棒球嘛是足济嘛足糙的呢。是哦。因为除了毋是讲教练有咧比赛，因足济杯仔赛，社区的球队嘛是在参加。是。哎呦，咱来看这球。跑步。哦。是。这个 Bullion 伊的6番笑啊。你嘛刚来在笑，跑步，你是？咱来看这。咱来看这球真正是咧红土啦无问题。这1垒线，袂歹，无放唔着好。但是因是毋是咧要挑战，是毋是？好，无要紧，好挑战。无啦继续。起来问一下尔。问裁判有食暗顿无？敢食饱啊？好，即阵同款咱要看沙主神来解决这个打架。哎呦，投了较悬。即有诶，即咱台湾嘛有足济迄个棒球的迄个土特家教。咱先来看这球，哇！沙主神有影是水开三振咱连续2局都互伊3上3咯。头拄仔你讲就有 tutor 哦，tutor 拢足济，算点钟，你管是打击啊、手臂啊，拢有科学的棒球拢有嘿。伊就讲用，伊赶快用念名机嘛，看你的姿势啊、动手啊，啥拢有。所以不只是这体育班的，足济社区棒球的，可能家长较有这负担的能力的时阵，会去甲因找 tutor。颠倒是有安尼现象。对，就讲我迄个科学棒球的训练来。哇，安尼咱台湾迄个棒球训练嘛走向 M 型。所以嘛袂使讲，感觉讲体育班就一定有影吼。毋过我是感觉下社区棒球搁较济是较好，为虾米？因为棒球的选手通常拢是4年5年开始加入训练嘛，尤其5年就一定要开始训练啦。所以
有的家长无爱有囡仔拍球嘛，就是惊讲你以后拍无起哩，还是讲影响到读书，所以足侪家长就去选迄个社区的棒球。所以足侪体育班的、高班的教练现在嘛拢会 complain 啊，讲收无学生啊，就是讲社区嘛有拍了最好的啊，伊就甘愿拍社区的，因为家长就想讲。嘛是爱有囡仔读册。毋过有的是讲社区拍了最好的，啊，才转过去体育班的嘛有，像沙子城安尼嘛是真好。是。所以讲我是感觉讲，搁较济参加啊，蒙过棒球啊，介意棒球。颠倒较好，我是感觉这更较健康啦。有影，就是咱过去一直咧讨论讲，咱的这三级棒球，过去迄体育班这个形式，迄个体制可能还小可改者，但是有这个社区棒球的这个系统之外吼，咱真正会当可以更较健康淡薄啊吼，有影吼。啊，咱嘛讲到连续两局吼，这个刷主神吼，连续解决6名打者吼，咱这个尤其是第2局者啦吼，尤其这个三胜吼，牵了真正是非常这个好。啊，过来就是轮到咱的 Captain Taiwan 来到第3局的顶半局吼，这个 Captain Taiwan 的陈吉健吼，头一个吼，今日头一个打击是去互中外野手接杀啦吼，咱5棒之阵吼拍出去。系啊，希望咱会掠到这个感觉，炮开。昨其实咱的吉健啊，无真正是咱的队长啦吼。将这个过去12强迄个部分吼，伊的手感也是小，互人讲哇，是毋是结合自这个去年的这个例行赛啦吼，啊，佮有台湾大赛，啊，佮甲经这个12强，甲即阵经典赛，伊到底有效果无？嘿啊，真忝呢，佮拍广告，佮爱上节目采访，我足忝的。有影吼，所以迄真正是主要是感恩伊愿意承担啦，因为做台湾队拢是。压力足大吼，但是即阵佫靠伊的这个选球来甲一类吼，所以咱的这个 Diamond King 咧，今仔日已经投出4个，第4个补上。这个用球数57球吼，相信咱讲这个 WBC 应该7号丸吧，7号丸啊，85粒，85粒，甲迄个校邦威廉波特共款85粒。但是咱都爱伊靠即阵伊用球数哪来哪济，紧甲伊把握者吼，即阵靠一支大的，是毋是会当看到昨迄支佫出现安尼吼？即阵来到张玉成，咱的国防部长，真正是倒袂入去吼。伊主要用即粒链的去甲咱的选手骗嘛，是。啊，咱若即粒袂去甲，袂出推啊时阵，伊球就搁较歹牵啊。哎呦！不过有当时啊，有即款歹球遐明显，一下歹球，一下好球的投手颠倒歹拍。你因为你唔知伊后一球要牵做颠倒歹。颠倒歹拍。哇！好，咱即阵来看咱的经验，水，即阵。无好球，3粒歹球。咱就免数拍。免数拍吼。伊咱设定咱想要拍的球，啊有来才拍。有影。好，咱即局就是咱的中心打线啦吼，3、4、5番。至少一直积累有压力嘛。有影。其实咱毋是拢无上累，迄是讲有诶战术的关系啊。甲迄个。走累的失误。有影。甲调分科啊，咱有奖啊无安尼哦。啊，佮老师头拄你讲的，2粒好球了，就出腿啊吼，甲念好调。阮裁判是无教你比赛，恁家己去比吼。恁家己去比吼。对。不是个对张玉成啦吼，这个牵涉原来嘛是过来的啊。水。陈吉健，来，先走，黑多让，安尼1、3、6、5人，1、3、6、5人吼，咱的这个张玉成咧，这个靠，哇，伊嘛靠这探团来到2垒吼，水啦，咱无人出局，2、3垒有人啦，即阵咱要来欢迎咱的吴念婷，咱的得分看几几，这局拍出来啊，信心应该有啊哦，张玉成咧，这支啦吼，有影是。hit run 了后，嘛趁这个机会来到2垒，得分空2分至少啦吼。安大有拍出来就好。有拍出来，但是这个时阵咱看到这个南非队的教练，佫走出来啊。其实我感觉因timing拢
算了袂歹吼。拢叫了袂歹，所以即阵甲这个 Demon King 已经甲伊换落去啊吼。所以即阵咱看到，嘛甲因这咱的气势小动一下安尼。哦，要这个断开，无法度吼，咱台湾队无要互你断吼。袂，阮观众阮家己会足欢喜对，佚佗。有影吼，这个我相信内底已经咧台湾上用啊吼。有影吼，所以咱讲着吼，这个Demon King 咧先落场休困吼，咱自这个。这局第三局顶半局先看到单结线哦，吼，看到 Demon King 同款是第四页吼补杀吼，咱嘛看到讲张玉成嘛发挥伊国防部长的这个实力吼，啊嘛战术应用 hit run 吼，互这个单结线来甲三垒吼，啊这个家己咧徛一轮二垒，啊过来吴念婷吼，虽然这个吴念婷伫咧顶一局迄个刺杀吼，相信伊今仔日也是会当好好来发挥吼，虽然等下要换的吼，可能是另外一位吼投手吼，但是相信吼过去的吴念婷嘛是有这个国外这棒球的这个实力吼，啊伫咧台港雄鹰家吼嘛是讲了真好，若是少年煞咱自这个3、4、5番安尼讲起来吼，其实咱后壁今仔日嘛表现了袂歹哦，伫咧7番、8番吼，啊7番、9番遮吼，拢是有一寡实力的会当来演秀吼，所以咱即局一定要好好啊把吼，咱即个安大兴3支啊哦，加油加油！吼，所以会当好好啊期待一下啦吼。啊，有影讲到即个整个的即个比赛吼，伫咧头前过吼，咱遮得分数，那亲像总甲因小牛条安尼小好了吼。咱就是吼拍破因的这个牛条哈，啊，但是即阵咱嘛也毋知影因换起来这个投手是啥，但是咱嘛看讲因过去哈，这个昨的这个比赛是投手战哈，啊，咱讲用球数拢是差不多50了，啊，今仔日本地安生要互伊，咱头拄仔家己以后啦85了，但是。饲偌久就饲偌久，有当像即款短期的比赛就是安尼。是，即阵因这个南非咧换上这个 Jacobs 啊 ，Jacobs 来去做投球哈，伊这个数字可能三普鲁无介济啦吼，所以拢00000哈，啊，但是哈，等下要互你这个风雨路报表，啊，但是开咧哈，就是先投一粒好球哈，速度看起来无介紧哦。应该是靠康多路的哦。这个吴念婷今仔日是一个刺杀哈，内野的一个过路，这球是界外球。我看到吴念婷伊出推啊，这个意志真悬吼，是，哇，这阵看到，大家拢开始活动啊，拢活动啊，坐伤久啊，hit 上用。坐伤久啊！坐伤久啊！其实我感觉像即款的比赛，台湾队上大的对手拢是咱家己啦。你真正先来拢足优秀，拢知影讲咱较强。啊，主要就是看安怎表现出来。是。有影，咱来。这个吴念婷啊，对拄换起来这个 Jacobs 啊，Jacobs 也咧调整伊的新手哈，头拄迄条可能淡薄溜手啦吼。2粒好球，一粒歹球，吴念婷这球拍出去，看这个三垒应该有法度走倒来。无问题。无问题，咱大家系为咱摕到1分，吼。是。这个吴念婷虽然去用刺杀，但是吼帮助。这个单结线，咱的 Captain Taiwan 为咱走倒1分，啊，尤其咧国防部长哦，对这个2垒嘛走来到3垒。吼，单结线即阵摕大吉，是好吉条，安尼得分来，咱都爱帮我轻松啊，轻松啦吼，帮我轻松。即阵一个人出局，毋过拍球上困难的就是帮我轻松，咱安尼讲拢足简单呢。但是吼，迄落有诶，就是即个咱得分了啊，规个都气氛都有啊，迄个文杰啊吼，过去嘛伫兄弟即阵转队诶。啊，这回嘛，互选入来代表，吼，咱嘛是启动伊啦吼。虽然顶一个是去用刺杀啦吼，但是咱毋忘即阵3垒吼，不管你安怎，你讲出多分数啊，拢有机会。牺牲打嘛是拢会使。有影，咱只要分数入来较轻松。有影有影。目前这个 Jacobs 起来啦吼，同款7球的用球数，哇，这球。好不？
丹文格即阵球数啦吼，2粒好球，2粒歹球吼，面对 Jacobs。大家气氛有哪真好安尼吼，那么望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吼，做伙吼含咱来加油一下，继续来提分数，应该最后安打，哇！咱国防部队吼已经倒来摕到咱今日的第2分，哇！这个安打呢是丹文杰，今日做指定打击，有伊的功劳伫啊吼。哇，笑眯眯转来吼，笑眯眯，大家拢笑眯眯，吼，一支安打，一支打，吼，一支甲讲出来。大家嘛向这个公部长行礼一下，向咱丹文杰行礼一下。啊，这球嘛讲了，这个真有技巧，哎，有影拄下过这个速度面，这个面顶，所以这个换投手，吼嘛记载袂了咱的这个火力，咱的火力其实昨嘛是袂歹啦吼，只是有锻炼无，即阵咱就看到锻炼的，吼打击一直来产生吼，即阵来到咱7番的王柏贤，今日也是有一垒安打的表现。哦，即阵咱共款看到讲吼，点便当的时间够够吼，即个咱的恰恰吼，共款甲即个张小红讲，咱等下安怎讲较好势吼，尤其面对新换起来投手 Jacobs， 应该卖啦！即个王柏贤呢，拄好讲起即个守备方向啦吼，造成一个布阵，咱拄好遐顶有人吼，所以即个就造成一个相杀。不过咱今仔日吼，透过第3局的顶半局，咱透过吼这个2分啊吼，摕到2分啊吼，今日看到是单吉宪先得到补偿吼，张玉成一垒安打，吼我连进这个刺杀带有1分的这个打点吼，过来是单文杰一个安打，送咱张玉成吼，即阵咱2-0领先耶！吼，其实头拄啊，迄个真正介可惜，无咱其实攻势其实会当来延续吼，但是无要紧，已经讲开啊。有啊，2分咱会及格啊。及格啊，对。尤其你讲南非伊，就是吼，咱讲西班牙迄个尼加拉瓜摕2分嘛，所以咱已经达标标准。你想哦，咱有这场咱有2支安打，啊，佮有双杀，有当时啊，你也是双杀咧中的时阵，咱可能1分都无。哎，所以我是感觉及格啊。及格有影，你讲一局讲足侪分的，当然咱希望是安尼，啊，不过无安尼2分，咱会免互家己安尼大压力。有影，咱看讲吼，第1局、第2局、第3局，其实咱逐局拢有攻势，吼啊，咱讲第2局迄局上可惜，但是第3局愈来愈好啊，愈来愈好，咱迄机会掌握愈来愈失手啊。较正常啊，较正常啊，过去迄感觉都吹倒啊，所以咱讲啊，伫咧第3局已经摕到2分啊，吼，哇，这个局局拢有攻势啦，吼，尤其咱看到讲今仔日4支安打吼，咱先来回顾一下吼，这个林祖伟啊，吼，咱讲伊今仔日吼，这个拄则第2局迄个上届可惜满垒的时阵，吼去用3振吼，但是咱看到讲今仔日有拍出安打的，亲像王柏贤吼，虽然伊头拄啊，吼，这个尾手是一支双杀。好，但是咧，伊今仔日伫即个第2局时阵才受安打吼，过来是宋成瑞吼，啊，过来今仔日的安打串联起来吼，看起来是张玉成，啊，吴念婷迄个是较技术性的即个吼，讲好咱即个分数照转啊吼，过来就是单文杰，吼，即个指定打球的即个表现度，吼，伊的即个水准伫，吼，共款即阵来到第3局的即个下半局，也是安尼王牌吼，刷主神。吼，即阵用球数嘛才23粒尔吼，所以咱讲会当愈长愈好。是。吼，佫是摕到一个好球。你控球就甲因的投手差一块啊。哎，有影有影。你就看讲，看这比赛足轻卡的，足顺的。看投手就是安尼。哦，有影水啦吼。这个。无论是伊的这个动作等等啊，是甲伊的这个投球吼，这个咱讲真正是一体吼，完全袂拖刷。看起来都较轻松。可能这个伊国外这个经验吼，帮助伊真济吼，尤其选入去这个奥克兰运动家队。所以像咱的国际赛，真仔拢像古早的时阵，拢是讲爱选迄个表现，不只是表现上好，而且拢足有经验的。啊，现在台湾队嘛是开始咧改变这个观念，较侪有咱少年选手有通有机会。有影吼，咱来看这粒啦吼，这是因的7番 Terry Mile 吼，这个互这个球攻出去吼，互咱刺杀啦吼。
这个190公分、80公斤刷主型哈，这个咱头拄讲到运动加体系小联盟哈，伊的这个球路嘛是不哩啊济啦哈。啊，面对哈这个七名打者哈，拢啊无互因上垒，非常好，继续表现。你最好等下，哪会敢讲出来？我就是感觉伊等下吼，佫是3上3落，咱要来。所以我拢唔敢，你讲这种很骄。这阵换来到8番的温柔，好，咱期待啦吼。这做这球评就没关系的，因为通常是我看比赛拢免讲话，敢若爱比赛不甲奥斗。系啊，今日老师嘛有甲咱讲，这个咱的马术谷内底看的世界，甲咱看的世界无共款安尼。哎，水哦，是，就是制造伊挥空率，吼，就是咱讲伊的这个球路吼，真正变化较侪，吼，这个对手较杀无脏安尼啦吼。老师，你伫咧现场看这个投手，佫较是近距离安尼观察，吼，迄个速度感啊，吼，听起来是讲看起来，迄个感觉完全无共款啊。但是这球dead ball，你就想要甲你扒的，我扒，你扒你家己，我扒，哇，这个是，他这个哈，这个 dead ball 啦哈，是。无要紧，咱佫有相杀的机会。好，相杀我就原谅你。棒球足现的哦，足现的吼，足现的，哇，足现的。好，咱望等下这个交换的起来，啊，这个应该是 Jason Caruso，好，交换啦吼，目前用球数是31啦。山顶好朋友，好球，所以这个球这个速度吼，其实吼130、150安尼跳来跳去吼，真正吼这个对手就歹掠，就歹掠吼，是，都是看你的配球啊，其实棒球真系足歹讲的，一下紧，一下慢，是，一下直的，一下冷的，真正无好拍，无好拍吼。啊，其实今仔日这个张小红含伊这个配搭起来吼，不哩啊顺。这个球数来到156，他都应该无拍唔到伊吼。还是迄个转播吼，还是有当时迄个色素的看球场，有诶超棒安尼。加载无走，啊，这个时阵，都可怜咱教练啊。目前用球数35粒啦吼。就看因安怎调度啦，啊，主要就看这个大师表现安怎。是，尤其嘛是有设定讲，刷主线会当按算，互伊投可能3局满，吼，还是安怎？来，望这个双杀打，吼，阿明都免跪。来，吼，山顶的好朋友，吼嘛，甲咱讲，你看即阵吼，咱即阵2-0的这个领先吼，尤其咱即阵望的就是投手的好朋友 ，Double Play 应该帮助这个，刷主线，水啦！伊讲大丈夫，刷主线，我大刷我来。无问题哈，教练团你免烦恼，伊个想要继续开。对。是。啊，虽然即阵看起来已经是2人出局，即阵佫轮到这个南非队的一番 Victor and Gopay。深深的祈祷吼。对。啊，无正常哦，咧bench的时阵。也是讲咧裁判室，像拄则安尼，你用赶出去啊？我就用赶出去啊！对，莫甲我赶出去哦！因为我袂使甲你赶啊，赶出去我爱甲你报啊！啊，我正常都甲你赶出去啊！是吼，对。好安尼，下摆我袂当，我袂讲话。啊，不过咱这个张小红嘛是真有经验吼，即阵含这个刷主席嘛，甲伊 communicate 一个吼，沟通一个。啊。
啊，你像咧裁判时嘛有一个禁忌，对，就是讲看球的时阵，你袂使讲一字，有一字袂使讲有，一字袂使讲，慢的慢的慢，倒边的迄字，迄字袂使讲。迄字袂使记。嘿哦，我知影，我知影意思啊。你像迄个豆花一个普罗的裁判，嘿，伊当阵搁咧饲一摆嘛是饲顶吧，穿迄饲迄球束有无？嘿啊一摆就是无小心，啊，今日来拍遐，伊一讲哦，伊一讲迄个先拜有无？哎，你今日偌你出去济500，就出去，钱互伊叫伊出去，安尼可出去啊能，这个张尼卡拉夸，迄个可能拢有人讲到迄字安尼，才歹啊，才歹啊呢。但是咱看到讲即阵，咱台湾队吼可能去含这个沙主席沟通一下，吼，毋知是咧沟通啥物安尼。咱望是伊真是有防护员去哩，可能是看伊身体的状况还是安怎，尤其咱昨看到应该是骹的部分是毋是？啊，其实咱讲这个 Auckland 运动哦，这个骹吼，你看伊的骹即阵咧，徛一个吼颈部安尼，啊，这是伊的队友啦吼，这个林维温先生，吼，咱的19岁这个选手。啊，其实林维温也是讲，昨因这个 Auckland 运动家队吼，拢是对因的这个球数有限制，讲袂互因投遐尔济，嘛是保护因这个选手。因为有诶，普罗有家己有合约的时阵，会确定讲，会使迄个 contract 就讲合约，讲我选手借你啊，你要安怎用，有迄个规定。因为这选手拢是因的财产嘛。是。即阵看到大饼的吼，佮战后股拢走出来，可能咱望这个沙主席无代志吼，即阵过来练投一粒啊。过来好好啊发挥，哦，这个教练团嘛是来来去去安尼。嘛，毋知是毋是咧为后壁的投手争取时间。哦，咱的这个牛调啦吼。是。争取一寡时间。有影。好，咱这阵望咱的沙主席无代志。好嘛，看伊的这做者先摆张勇是嘛讲 no mind no mind。但是，洪河源即阵甲沙主席，哇，伊含即个张少雄小揽，对即个洪河源先行落去场顶，好，咱嘛感谢沙主席可能身体一寡各样啦吼，哇，真正，但是今日投的即个品质完全非常之好啦吼，拢无互拍任何的即个安打，吼，即个咱即阵也是维持真好的。投球内容啦吼，沙主席有影吼，这个伊甲过去吼，伫咧大量这个美国拍球的这个训练的品质啊吼，嘛展现互咱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吼，也是讲这个球迷来去看，啊，就是讲咱爱关心伊的这个伤势到底有影响无吼？其实37球，伊若是后礼拜。也是会当投啦吼，37球小就会使使。是。主要是有可能嘛是讲丢筋啦，是小可因为因拢是足重要的财产嘛，所以小可无爽快。像古早就是讲会经落，啊，不过现在观念拢无共啊。现在拢知影讲选手未来嘛是足重要的，所以你可能小可，比如讲有当人讲肩胛头较暗，还是安怎？通常保险拢是会伊讲。落来，卖硬坑吼，这个咱讲这个有影吼，这个所有的选手拢是资产吼，尤其买自国外倒来搁拍吼，真正迄个用心度完全无共款吼。有影，所以咱望沙主席好好这个修养一下吼，未来还佫有真侪机会啊！咱嘛看到讲。伫国际赛初定版有即款的表现吼，真好啊！有影有影。而且这本来就是车轮的车轮战，所以甲古早咱想讲，一个投手上好4、8局，已经无共啊，毋是讲像古早迄个观念啊。有影有影，所以咱看整体这个表现内底啦吼，这个面对吼，这个所有
咱规个这个打架吼，伊投球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好吼，尤其咱头段嘛看到讲，伊规个迄个节奏来讲，也是讲规个投球的这个趋势吼，有影拢是咱这个台湾队吼，今仔日。咱讲到目前领先吼上大的这个功成一个，啊，当然咱的这个手臂嘛是真帮助啦吼，所以咱当好好过来期待吼，这个沙主神未来吼，伫咧各大的这个国际赛，拢过来含咱为咱台湾队来这个讲球拍球啦吼，啊，即阵咱看到换投手吼，换起来是这个16号吼。16号，咱来看是虾米人呢？16号是咱富邦悍将的李东明。这嘛拢是少年的选手。是吼，昨李东明应该是有起来投球哦。嘿，所以李东明换起来吼，咱5望，李东明昨应该是无起来啦吼。没有。无，因为伊有赤字，昨无看到有赤字的。好，咱来介绍一下李东明吼，李东明咧，咱头头讲是富邦悍将吼，过去咧吼，伊是咱讲这个台南市的这个小立仁国小的消防队来拍起的，啊，这个国中是建兴国中，啊，尾来是这个三星，这个家乡的青棒队，啊，尾来去南华大学啊，这个2021年选秀来甲中华职棒球台湾职棒球啦吼。啊，过去的这个防御率嘛袂歹啊吼，这个2024年这个球季3.83的这个防御率啦吼，啊4场赢场这个5场，咱来先看这粒，顶一粒，这是沙主神的顶一粒啦吼，可能是落迄个投手棒的时阵，是毋是有影响到？无确定诶，毋过通常像即款内野胡来，通常拢会叫捕手投手卖去接吼。反正野手会去接啦，野手会工课，因为都像你拄仔讲的，其实投手迄个 play 度遐是算介悬，啊，你上好是较细腻的啦，莫骨掉还是卡掉，啊，而且本来就是有其他的守备员啦，有其他守备员去接。有影，所以这嘛是啊，佫有惊小龙，有影，拢即做伙安尼小龙啊球就落落去安尼，危险啦，落落去无要紧，但是人是惊受伤啦，嘿，因为因这球员哦，汉草拢最好诶，咱是看电视无感觉，是现场来讲，因这汉草最好，去弄走诶时阵，伊走诶时阵弄着，我古早拢拄过，安尼敢若安尼一弄，胰脏拢破去，哎呦，拢有可能，嘿，古早咧部分哦，哇塞！对，足危险的。足危险的吼，所以咱来看这个李东明吼，这个起来啦吼，即阵要面对的这个打架是咱的这个燕高配哈，这个一番的燕高配，腿啊足黏的，腿啊足黏的吼。有影头拄也讲到，迄个因迄个身材强度拢足强的。对。有影喺电视看闪闪啊，无，因迄其实拢是勇敢吼。我会记我一届徛12强的。咱来看这粒这，吼，这个交互这个咱的倒外野手嘉伟吼，无问题啦。吼，这个同款，吼，这个李东明起来，吼，好好解决这个部分，吼，咱嘛是无失任何分数，即阵也是2-0。所以老师头拄也讲到，迄个故事。我一届我是到。足侪年前吧，我徛迄个12强的，应该是12强的热身赛。我徛主审，还是美国甲荷兰。啊，两队你有知影？荷兰人就生安尼，啊，美国人。伊迄是个巨人国啦。系啊，拢徛主审的时阵，毋是拢爱哭。哭讲咱的下踝到迄个保守的迄个头壳顶。啊，像我身高是164，也算悬啊，查某算悬啊。嘿，啊，我徛咧保守后壁，我拢免哭，拢袂差着我，因为伤悬啊，伤悬啊，拄好徛伫伊安尼啦。伊哭的我就安尼头迄个阿妈棍小打一下，安尼就够啊，拢免哭。迄场这个比赛起来你太轻松安尼。无足紧张的啦，足紧张的，因为强度悬嘛，强度无共款，球速拢150几，足
爱做迄个认真的，啊无拢看无。是对，哇，这嘛是真趣味的，嘿啊一个迄个会议的，遐悬，拢免去。拢免去安尼，嘿啊，伤大汉草伤好啊。汉草上好啊啦吼。啊，你若是讲像迄个校棒的，吼，有诶裁判较落的拢直接用规的。因为小朋友迄个拄咧讲迄种嘿，足细汉的，啊你保守嘛足细粒的，啊你就变主审爱哭足价，哭足价就有诶就较落的裁判规矩就用规的，啊无安尼一直哭起来足忝的。苦都背起来，苦都背起来。哦，迄真正。忝死安尼啦吼。有影，好，即阵搁倒来到咱的这个吼台湾队吼对上这个南非队啦吼，咱即阵来到第4局的顶半局吼，咱头拄啊第3局咧是摕到2分啊吼，靠着咱的这队伍吼，咱的这队员啊，拢好的这个表现啊，安打拢有接起来吼。咱即阵来到张孝宏，好，咱的这8番。希望这个投手咱讲起来较合咱的口味。应该是有哦。因为顶一个好歹球差伤济，啊，歹球安尼四个射，是你想要讲就歹讲，就歹设定的。是球拢拍袂，迄个欠袂哩。有当时迄款投手反倒迄大家拍袂好，都因为伊都就想要出腿啊，啊球拢无来，球拢无来，有影。所以这个咱会当掠看觅咧。看这个会较合咱的口味哦。有哦，其实看张孝宏这几球来，这个对了拢也算会使吼。这出腿啊，迄个感觉可能较比头段这个老师讲的有影较好讲一撮安尼。啊，咱即阵就来讲一支食家的。张孝宏。也是凉，凉得好，有影张孝宏，咱讲今仔日吼配应沙主神哈，伊做今仔日咱的这保守吼，含这个沙主神的这配应非常之好吼。咱整个咱讲吼，这个保守也是咱队顶的总教练伫的吼，伊今日嘛算扮演了真好的角色。啊，就是面对伊咧，这个换起来这个 Jacobs 吼，也是2粒好球，2粒歹球。咱5望吼，这个张孝宏共款发挥伊打球的能力。我接到，落土，哇，手臂嘛袂歹手臂嘛袂歹吼，南非队吼，甲咱的这个张孝宏刺杀第一垒。这个张孝宏吼，拍甲滚啊，登去嘿，拍甲悬。这若是过咯，互伊过较济咧，可能，但是张孝宏可能骹电较无安尼啊紧安尼。啊，不过人嘛是手臂袂歹。手臂袂歹啦，人嘛是足专业的人。有影。会使拍到国家队拢无迄种烂的啦。有影。除非啦，除非是讲你看迄 U12、U15、U18，一定要伊个国家迄款的国籍的。嘿，啊，你著拄着即款国家，就是讲棒球较无遐尼兴盛的国家，你会感觉讲阮讲推软啊，较简单。毋过即款 WBC 的比赛都无啊啦，是，因为拢有球底的，拢是一粒一粒吼，才敢排出来吼。有影，即阵来到咱的这个交换宋成瑞，所以甲咱普通时印象较无相共，较无相共吼。啊无，你若是讲即款哈 U15、U18，拢嘛讲咱若无考倒就算咱输，对毋对？对啊，啊即款 WBC 就无共啊。无共吼，有影。这 Jacobs 哈，自第3局下半局换起来，迄当阵咱嘛是有掌握伊的这个球来去好好有这个公式走出来吼。所以宋成瑞咧吼，今仔日有一个一垒安打，咱5望伊吼继续来讲安打哦。这个宋成瑞是这个原住民族的名叫巴佑吼，巴佑加油加油！有啊吧？有出去啊！哎呀，手臂应该无，save， yes， 宋成瑞今日2支安打吼，所以你会看得出来嘛，人手臂真系袂歹吼。嘿，有影咧吼，这个来个速度的这个所在，佮甲你动来，差一点啊 ，nice play 啊。
是袂啦，差足济啦，差足济啦。毋过伊这意思有啊啦，意思够啊，意思够。你看伊这传到位咧，其实差一步尔呢，差一步尔，这无简单呢。哇！伊差不多用到3蕊啊。是。尤其这角度无，伊重心是咧3蕊。3蕊哈，有影。足厉害，佫遐准。有影。所以咱袂当看轻别人，嘿啊，咱靠咱家己。啊，这个啉咖啡咧，今仔是2粒这个宝送哦，但是这2粒宝送拢是顶一位投手。咱来看这个出去啦，啉咖啡。啊，这阵啊，这个到拄啊，这个巴药咧嘛来到2蕊哈。有合咱的口味。哇，今仔日这个啉咖啡吼，这个上蕊率100%。赞，这支的。对哦，就是安尼嘛。安尼这样就无人去教迄个咱的教练安怎摆啊。像个敢教安尼吼，出来讲。好，虽然讲到吼，这个公式是一直走出来吼，即阵来到咱的林子伟，好，这个林子伟，昨咱讲伊有3支安打啦吼。哦，袂歹。有影这个，咱讲林子伟面对这种投手，应该是食佳的。真佫一届机会吼，是，佫一届机会，做英雄的机会。你啊，这样拍安打的时阵，了后就无人甲你骂。道歉野球，迄个道歉书先写好势，各位观众朋友，昨日若是黑白讲话吼，先个道歉书写好势。啊，咱即阵的机台主呀，哎呦！这咱是主心里面嘛，叫球安尼哦。咱以主心为主。以主心为主安尼哦。以主心为主。哎，即阵来到3粒歹球，非常的好安尼。哎，咱的主呀，赶快得到宝送。今仔伊嘛是2届上蕊去了吼，这个第一咧打手，嘛是宝送。啊，这个嘛是换起来投手，但是咱看伊的教练。先画一个 time 是，佮互阮讲嘛，阮即阵要邀请陈吉宪啊呢。哦，因为主要这投手敢若较有合咱的口味，嘿。这个味有小我相共，但是说落来要面对就是咱的3番4番，吼，咱的陈吉宪甲咱的国防部长，咱的中心打线吼，满垒局面，这个。因牛条咧烧啊啦吼，咱通常是咧牛棚拢有一个倒手，一个正手来烧，不过因这目前一个。是。不过不管派相拢共款啦，反正咱拍咱的。反正咱拍咱的，有影。哦，咱的这个 Captain Taiwan 吼，嘛是攻击意志非常悬吼。这个有网友咧讨论讲吼，咱这个野球也好，棒球也好啦吼，其实咱台语台嘛收足济吼，这个新词的这个思考，咱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会当咱先来看这球，咱有机会佫得到分数咯，感谢你，感谢啊，感谢啊。透过这个大步道咧，咱佫走倒来1分咯，感谢啊，感谢。哦，走人来1分，代表咱是3-0啊！这个大步道，哇，真正这无可能接到啦吼！这是出头足济，自这12强开始就是挂来挂来，哇，这个哦，因为咱台湾的选手拢足够紧张的，哎，有影，爱互因迄个关系。就是讲，公生笑，啊放互开，压力卖遐大。是。所以像这比赛都有教迄个心理师哦。哎，是，有影迄非常重要吼。压力卖上重，过来看到咱的 Captain Taiwan。我记得我古早做迄个澳洲的翻译时，因嘛有教一个心理师，啊，毋过我拢就爱甲迄个选手搭喙鼓，当趣味啊，啊，甲因牵球啦，甲因拉比赛啊，是。啊，有一道就是我咧算迄个球衫，因为爱送迄个洗衫店。哎，咱先来看这球。
哦，不要紧，不要紧，单结线嘛是有成功的，甲这个林家贵吼送倒来，助攻，吼有影吼，这个咱这阵已经是4-0的这个领先吼，袂歹，吼继续，咱这阵要换咱的国防部长张玉成。所以阮咧，我一到就是讲我咧算迄个球衫，因为咧送洗衫店，啊叫球员一直讲叫我去甲因开讲。嘿。哦，迄个因咧领队啊，因总教练领就讲，sorry，你去甲因开讲啊。我讲啊衫啥要洗？伊讲伊叫因的心理医师去洗，叫我去甲囡仔起选手去来算，呢，对，放较轻松，莫互伊遐紧张啊。哎，足注意的。这是这个一个真，这个真使人好。所以咱台湾队内底bench内底嘛需要这块，内底带电效啊，带动的人物，哎，有影，咱这个大家拢是宝啦吼。咱即摆来看咱的国防部长这个宝啊，继续来甲伊讲出去啊，这阵二垒吼，也阁有得分可爱。有啦，咱即个嘛有两分嘛有一个啊，哎，有影，啊你莫遐大，2分有一个，这个应该是foul ball。你像阮若是校邦啊，迄款比赛出去拢有一款叫home run derby， 全垒打的比赛，就是讲看迄校邦拍几支。古早咱台湾队出去拢会讲杀咱的推野手出去，讲要德比的比赛，咱嘛是台湾队通常校邦拢足强的嘛，也想要得名这样。了这几年。基本上教练拢派迄个较无去哩比赛去红龙德比。我讲都为什么不爱派咱的队野手，对不对？啊，无你派这通常拢袂得冠军。教练讲古早是拢派较厚的，伊讲较大支的，莫讲较厚，较大支的去拍，结果。大家拢想要拍红不让嘛，拍转来了，过两天正式要比赛时，拢走进去。哎，咱来看这个，应该是哇，无够远。好，但是这个拍甲真好啦吼，拍甲虽然无够远，但是这粒应该嘛是有掌握到哈。但是咱伫这局咧，靠到吼，这个换起来这个投手嘛是一个大步道啦吼。所以咱这阵也是4-0领先，台湾也是真勇诶吼。这个咱大家拢2分，咱甲第9局。有啦。吼，都有真侪分啊吼。这阵咱是6支安打吼，4-0来领先吼。咱头拄有讲到吼，这个真侪朋友吼。有讲，差2点讲要讲野球还是棒球啦吼，教育部收的是啥物？拢总是会使野球，野球其实就是来自这过去的日本啦。日本的话翻译过来，我个人是较介意野球，因为我是感觉讲，拍这 baseball， 拍这野球，有一款。较歹听就是较爱有迄罗马气。哦，你去哩就是我要甲你输，我要说，我是感觉爱去拍这比赛就是算甲拢是头嘛。对，这毋是讲说足斯文的，迄个 game 尔，你爱较野的，较迄个。阮就是来杀气的，所以我较爱叫野球啊，所以我看选手，我嘛是较爱迄款较野的吼，都出去，莫一去哩都面气顺，你知道气顺安尼，白骹白手，我较爱迄款一去就是讲，我要甲你输去啊，我要拍安尼。有影，所以咱讲着吼，这个今仔日咱总算。这个卡手拢真好势，有来看吼，咱这个每一棒吼，拢看起来拢是真好表现。尤其咱讲伫咧选球者，吼，咱今日选了就好诶。啊，当然嘛是对方这个控球无好势，啊，第二投手换起来了，咱的迄个掌握度尤其好安尼吼，所以今仔日吼，大家吼继续爱有信心，继续爱来加油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咱会当好好来应战马仔吼，尼卡拉瓜，所以。今仔日咱这投手调度，拄则因为这个刷主神吼，可能身体各样吼换起来这个李东明吼，好，李东明起来啦，这是伊吼接刷这个头拄才投完迄个人数尔吼，所以这个正式的即阵是这个情侣的这个状态起来，李东明安怎来应对吼？这个哇，咱来看这粒头一球吼，这个李东明是由这个因二番的 Smith 来讲一支一垒的这个安打。所以你现在。会记了，会记了，白讲话哦。嘿，我头拄也讲嘿，对。那个黑白讲话，这个线顶的吼，我就是这个咱就开放
啊，我有准备。不然你就规个，我就规个报安尼。这阵来到的是 Phillips， 哈 ，Jonathan Phillips， 这个伊雷安大吼。但是咱这阵要来看有投手的好朋友无安尼。其实我是看这届这 qualify 比赛，我是无介紧张。我虽然昨暗是小可意外，不过总体来讲，咱的实力是较好，所以与其讲咱要讲别队安怎，我感觉咱台湾队对手敢若咱家己尔。哎，对，所以我是感觉讲嘛免遐紧张啦。是，对。有影，这是咱家己心态调整好势啦吼。啊，总是有一寡爱伫啊，这网络顶黑白讲的，咱都莫甲插，吼，咱是。迄就是讲你若看到即款，伊就讲你去打击场，家己去拍看卖。你设定90公里，你看你拍有无？是，吼，但是这个咱讲投手，则可能嘛是爱小可注意一下吼。李东明吼嘛是出现一个搏斗，头拄啊一垒安打，吼，其实甲一垒的即阵来到二垒吼，张少宏嘛含这个李东明个沟通一下。有影讲到去迄个打击场，要去讲，我真正讲无呢。我无真正无遐尔好讲，尤其迄球速才100尔吼。啊，所以即粒老气行嘛袂要紧。无要紧。真正的，因为有当时对咱台湾队来呢，咱台湾大家都毋知咧惊啥，所以有当时盲拍第一个安打，甚至讲这绕球啥，我拢看的教练就会甲选手就讲，啊，都安尼啊，你是咧惊啥？啊，无甲你骂，你咧惊啥？对啊，啊，就放我开，好啊表现对。全台湾人互你听，吼，拢免惊。是啊。有影，即阵来到的是这 Brandon Smith， 因为这个四番吼。接起来哇，无可能。但是即阵透过这个卡度哇，无法度。袂要紧，1分可以，无要紧。啊，咱即阵就是俩出局数。嘿，是。好，这个 Brandon Smith 咧，因为这个 DH 哦，伫李东明手里拍一支吼，一垒安打得到1分的打点。这当然嘛是配合着咱的生活啦。哎，有影。所以野球是足惊小活的。是。野球是一个足迷信，足闲，迷信啊，迷信啊，迷信的比赛。我是感觉是真正是安尼，是哦，迷信的。千万袂当安怎拄安怎。哦，这个要救一支大气，系迷信安尼。真正足迷信。所以咱千万吼都爱好好应对就好啊。应对咱的这个比赛，过来就是 Anthony Phillips 是因的这个3番的，所以咱要有这个 double play 的机会。啊，连续2个拢是 swing strike， 毋是 swing strike 吼，即个出推啊，吼无攻到安尼，能力好球哦，伊李东平领先，稳一下，咱交互外野手，无问题，送成瑞。所以这突out了。所以是即阵已经来到2人出局，第4局下半局了吼。啊，即阵看咱的这个牛条，其实嘛有这个单壁柱来热身来烧，有2个较正常。啊，边仔你讲是饲肉鱼。所以咱比如讲咱翻译啦，对啊咧讲叫野球还是棒球的时阵，是咱台湾的足侪野球的比赛的这俗语。嘿。嘛是拢为日本话直接翻的，比如讲三振啦，吼头垒啦，拢是。所以你看咱台湾甲中国咧比赛时，因中国讲的话就甲咱差足多。有影，迄是真差真济。哦，差足多。有影。譬如讲内野外野，迄个翻译嘛无共款。因的咱叫好球嘛，因叫。急球、持球，他们叫咱的捕手叫捕手嘛，是，因的捕手叫接手，接手，接起来呢吼。我都听了拢做袂惯势。你话好歹球都无相共，无相共有影。所以我较爱用日本的，较有咱台湾的气味。迄个变做一个好济台语，有影。要来看，哦好，咱平心拢是。无啦，问一下，问也免钱啊。对。问免钱，问免钱，咱即摆来东明诶，非常之好，共款，就是要吸引伊来顺利的滚啊！
好，即阵来到这个第4局下半局，满球数的这个局面啦吼，甲伊好好啊稳稳啊抓起来，无，哇，竟然互伊落地，无要紧啊，一二垒，这无伤害，无伤害无要紧。小连续的这个2支安打吼。啊，这个目前哈，这个是一二垒哈，这个一垒是头拄啊讲出安打的这个 Anthony Phillips 哈，这个二垒是因的四番 Brandon Smith 哈，所以来到这局来到因的这个中心打线来讲，啊，尤其佫是咱这心头手，颠倒是伊幸运咱心头手较好势淡薄安尼。有当时拍球是足奇怪，就是讲，就换这投手都合迄个口味，啊，有当时就换这投手，你看球嘛无介紧嘛，无介样走，拍我就拍我，是，足奇怪，足现的，啊，啊，对。即阵来到因的这个7番，所以头拄啊应该拍出安打应该是因的6番。Brandon 不用，这阵来到7番啦哈 ，Tyron Mile。不过我相信咱教练团已经有投手拢咧热身啊。热身对，头拄咱看到这个单匹组安尼。因是咱看袂惯是因拍了安尼顺势，安尼袂使。安尼袂使，咱嘛是爱等伊开着安尼吼。对。有影。所以比赛来到这个算中段吼，第4局吼，其实咱今日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吼，其实防守端吼嘛是真照顾吼，所以咱望这个防守买当吼继续发挥该有的这个实力。啊，咱搁一个出局，这个好球吼，咱就当个这个 Mile 吼，甲伊收起来。现场已经咧画便当啊！应该是。是。啊，咱这个线顶的朋友们做伙画这个便当，应该是 fly ball 会当好好啊处理起来无？5连停，无问题 ，yes。啊，虽然咱李东明换起来有一寡乱流，不过咧，咱的这个手臂嘛是真帮忙吼。这个第4局下半局的南非队吼，敢若摕到1分吼，不过伫遮还出现吼有几啊支安打吼，但是吼咱各会当好好来期待。第5局吼，咱等下就要轮到吼咱的这个选手啊啦吼，所以伫第5局虽然这个对方1分啊吼，老师咱看这个第4局咧。第4局李下半局李东明啦吼，咱是较可惜啦，讲实在，这1分应该是袂落去才对，咱就是中个差一个信号，是一个大幅度吼，一个信号，所以是较可惜啦。不过棒球就是安尼啦，但是差这1分，免讲比 perfect 啦，无可能讲哦一球无啦，正常就安尼正常顺啊，野球就安尼啦，我赢1分嘛是赢，对啊。对啦吼，无要紧。颠倒我有当时看咱台湾队的比赛，尤其是咱对这款普通时，咱就感觉讲咱一定会赢。你就感觉一定会赢，压力是足大的呢，你变做足完美安尼。所以我通常我来做翻译的时阵，我拢会甲球员就讲。啊，反正第1个安打都拢讲啊，你是咧烦恼啥？还是讲第1个上垒就上啊？是。还是讲甚至讲第1分留伊就留去，第1个信号有就有啊。所以你了后你就拢免烦恼啊。是。对。啊，颠倒有当时咱台湾队是安尼，就是你免敢若是免安尼完美的时阵，你颠倒咱的实力，颠倒会使表现出来。有影吼，所以咱这个放互开吼，这个虽然失1分吼无要紧，咱也是有3分的这个领先吼，咱第5局同款吼会当来制作吼一个好的这个局面的这个开始啦吼。啊，讲到其实安尼这个投手啦吼，因嘛是投手今仔日吼2个投手吼，一个是控球无好，啊过来吼，这个就是即阵的这个 Jacobs， 咱是较下伊的，下咱的味啦，下咱的味啦吼，所以咱就是搁较把握这个吼。即阵来到5连停，虽然这个咱得分科啊无人哈，但是今仔日也咧期待伊的表现哦，连停。
无问题啦。来就无吼。无问题。咱来期待伊即阵吼是咱的5番。面对这个换起来这个 Jacobs 吼，伊用球数吼，这个第5局嘛来到40啊吼，所以这局嘛当好好去观察伊一下吼。当然，咱台湾队吼，拄头仔开始拢会足紧张，拍袂好，现在足正常诶，拢惯势啊。有影。我甚至讲，咱连校崩了呢。我会记我一道09年吧，印象就是咱去迄个拍普尼的校崩弗朗克。啊，第一场哦，对迄个美国的第一场，咱就敢若拍3-1的款。3-1。哇，我有够紧张的，想讲哇，恁对这球队你有3-1，结果是迄囡仔甲我讲，啊，你放心啦，阮拢头一场拍会好。伊甲你讲安尼哦？真正啊，转手甲你讲，哎呀，姐姐你免烦恼啦，阮拢是头一场落赛啊，安尼啦。结果去年09年加第一场。3-1，除了每一场拢考到，连冠军咱拢甲考到。哇，咱拢考到，但是咱来看这球啦吼，这个 Jacobs 甲咱的5连停3胜。哇，这个有影头拄老师伫讲2粒好球。拜托啊，出手好不好？出手好不好？卖伫遐做领导的机甲兵吼，卖互这个徛咧3胜安尼啦吼。但是无要紧吼，5连天咱昨嘛看到伊这个好表现，咱伊第4个打10一定有诶。哦，即阵是陈文杰，文杰啊，今仔日是嘛是有真好的表现哦。文杰是一支安打哦。好，但问题咱头拄嘛讲着吼，自这个兄弟转去甲大cường雄鹰啦吼，啊，即阵嘛选入去国家队内底，咱望伊会当个，互咱有得分的空间。这个来到游击手的所在，团用一垒，嘛甲这个文杰啊刺杀伫一垒。等到这个第5局，吼，这个伊靠因的这个家己的三振、手臂的帮忙，但是因这阵教练团，46球啊，是一个坎对吧？对，赢50球都爱休4工。换投手，所以头拄老师伊伫讲，因咧这个换态嘛是换投手的，节奏拢有掌握到。这个 Jacobs 就是伫咧第2局、第3局开始换起来吼，咱。不过这换时机嘛袂歹啊，袂歹，因为伊牵了顺了，都甲换落来，我感觉嘛是袂，对于咱来讲嘛是袂歹，因为咱有掌握到伊拄开始袂稳的时阵，就拍安打。所以刷落来，咱这个积分就非常重要。王柏贤吼，王柏贤，有影咱伊换起来时阵是。咱拄好下味的时阵，啊，拄好伊热好势了后，甲换落去，啊，这嘛代表因的教练团有咧替咱想安尼。好，所以这个陈文杰虽然刺杀，但是咧，这个46球啦，所以这个 Jacobs 吼，因南非的这个教练团甲换落去。啊，咱嘛讲到整体来讲吼，这个目前的这个比数吼4-0啊，虽然这个头拄啊。这个 Jacobs 甲咱这个3胜5连停，啊，但文杰搁甲刺杀，啊，特别看起来吼，因这个投手库，若是加因昨的3个，甲今仔日的2个，因也够差不多要9个8个当使用。所以这款比赛大家拢炸足济啊。对，尤其拢是投手比野手较济一点吼。通常啦，因为本来这比赛规则就是安尼，你就知影讲有足济限制，伊嘛是，就是强逼你讲用较济投手起来投。嘿，所以这拢足正常诶。啊，毋是讲，只是讲甲咱古早咧看比赛较袂关系，因为咱古早就想讲。强的拢是，咱通常啦，都 S 的，就是讲饲一只一定会赢的，啊，饲一个带一个2个，啊，咱就用同款的心态，就是讲啊，我甲这个先发出该讲的落来，后壁就好讲啊。啊，不过这款 WBC 的比赛就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啦，毋是安尼意啦。有影，头拄啊吼，咱咧这个线顶开讲的这个时间，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嘛，伫线顶有讲话吼，伊讲哇，咱台语转播球赛吼，这个想法非常的这个好。啊，即阵咱过来看场顶啊吼，这个场顶咧因换起来这个投手是 Perkins 吼，这个是吼嘛是介少年的这个选手吼，啊，即阵要打击的吼是这个王柏贤。
这是算用卡布哦，啊，用卡布哈，用练的。用练的。第一球摕到好球，其实我较无惯势做球评啦，但是我还是较惯势做裁判，拢免讲话。雄雄爱讲遐尼济，我电动唔知要讲啥。各位观众朋友有啥物问题的时阵，会使提问安尼吼。我是一寡经验啦，拍球的经验。有影有影。对啊。啊，无通常是咧看比赛的时阵是拢点点。是。好，咱会当来用扑克来期待一下吼，这个投手可能遐个热身热无好势啦吼，咱来把握这个机会一下吼。这拢是用练的。是。伊可能球速无遐紧，主要用这粒练的，嘿对。掌握起来一个，吼，这个练够有够久哦，考验手臂，safe，水。水啦，哦，然后第一起来吼，面对 Perkins。咱就靠着王柏贤，哇，这个伊的卡顶有够紧哦。我是上爱看咱选手安尼拍球的时阵笑笑。笑笑啊！嘿，啊笑笑。哎，咱实力讲实在，咱实力拢较好。是，咱讲今日这个王柏贤嘛是真好哦，虽然这个有一个相杀，但是咧，咱看到讲伊伫咧一垒啊，咱第一个打球的时阵嘛是一垒安打哦，透过这个15起，啊，即阵嘛是靠伊的卡顶来到一垒啦吼。无问题，这条线无问题。水哈，这个一开始就这个投手，开始要牵势啊呢，真正压力水就转来到这南非队家哈，即阵话来到这个八番张孝宏，咱这场是已经领先啊，啊咱投手压制南非队绝对是无问题，大家会使较轻松的，较轻松的看，较练小话一个不要紧，拍球本来就是一个足欢喜的代志，有影，足快乐的代志。是，咱台湾队看球，你免遐大啦。咱身体放轻松。我看咱足济，我看迄个网络啊，足济拢还袂比的时阵，规工都咧，逐个都咧就抓，要食菜，就出来就抓，你免遐大。你免遐大。拍球是欢喜的代志，快乐的代志。有影，所以咱讲吼，这个用心啊看，吼放心啊。我古早嘛是足希望讲咱台湾队拢世界冠军，是了我做翻译的时阵，就会比如讲。陪咱的选手去比赛的时阵，我才知影选手压力遐大。我有一道是迄落U12的时阵，咧天母比赛的时阵，迄阵咱的推野手第4棒哦。国内亚太区的时阵，就敢若拍无红不让。迄当中我阁甲迄囡仔讲声笑起笑，我讲吼，我带队遐尼久哦，我头一摆看到台湾队的第4棒讲无红不让。这是我是讲笑，不过我以后都唔敢安尼甲囡仔讲。为虾米？因为到迄个世界赛的时阵，迄当阵咧天母比的时阵，迄囡仔足大张诶，发烧。发烧了，我才问伊讲是安怎？4天无变数。哎呦，咱来先来看这支，哇，这个手臂三垒传向一垒，哇，这个讲了好，但是手臂哈，这个三垒传向一垒哈，这个手臂嘛真好哈，啊，这局哈，咱无得到任何分数哈，但是咱看到讲，咱其实有掌握这个投手啦哈。哇，这个发烧甲安尼啊！就是我了，我甲问，伊就讲伊到要4天无变数，无大变。了后边喏，无安怎啊，就是我甲灌牛奶、灌优酪乳，安尼饭店嘛。我就坐迄落，伊变数门无完全开，我就坐眠床边啊。我讲你帮我轻松，唔要紧，你就甲伊掠零伊的迄个腹肚，腹肚掠掠的。讲你坐遐，我讲我咧外口陪你安尼。是有放，毋过迄当阵我咧外口的时候，我就感觉讲，我真正心理变态。因为我想讲，我即世人，我有去耍球，我即世人拢毋捌拍过红不让，我毋捌拍过。我凭啥物去乞笑一个12岁的囡仔，伊还无讲红不让，我就足反省的讲，我以后就毋敢讲即款话。迄当就感觉讲奇怪，为啥物别队的囡仔咧拍球拢足欢喜的？因为U12嘛，拢有时我来就是无要来赢球的。
我就讲为什么咱台湾的囡仔拍球拍到遐艰苦一寡？啊了后我就发觉讲，如何囡仔放互轻松，其实因表现愈好。是。所以有当时台湾队是出国颠倒拍了较好。因为无迄个压力。压力无遐大时阵，颠倒拍了较好。所以我有小可转变我的观念跟态度。是哈，这嘛，互咱这个观众朋友也是线顶的这个朋友哈，就是看另外一个想法啦。有影，咱真正看球，这个。免遐紧张，免比球场顶的人遐尔紧张。尤其昨咱看到迄场，其实你看迄规个这个选手内底，因其讲迄个气氛也是算袂歹吼。啊，尤其是讲这个选手，因拢拍扑落的嘛，拍扑落身体健康是上重要的财产。啊，因咧休困的时阵，别人拢咧休困的时阵，因愿意。安尼为咱的国家拍球，咱讲实在，咱会甲多谢。而且每一届出来拍球，拢有风险，是。因每一届走路拢有可能会受伤。啊，毋过因共款愿意为国家队来拍球的时阵，咱真正爱会因较侪尊重。有影，咱即阵看到吼，第5局即个后半局吼，换起来即个投手已经是即个8号、44号的投手吼，咱讲 Pittsburgh 海贼队2A 单匹如啦吼。单匹如咧吼，即个咱讲即个美国大联盟的即个关卡吼，不哩啊悬吼，所以咱嘛即阵甲伊排出来吼，即个嘛是教练团的用心吼。有诶嘛是讲有一个意思，就是讲互伊出来打一下 play 态度。有当时会安尼嘿。互伊迄个气势强正，嘿。所以即阵已经是摕到2粒好球，共款看到轻轻松松三振。哇，这个气势，气味完全无共款吼。这个单匹如一个起来，就是连续3粒球。所以当然赢球啦、金牌是拢足欢喜的代志。不过咱也真正爱咱的国家，爱咱的台湾的时阵，不管表现安怎，咱应该拢足欢喜的。是。因为你看这3队。每一队的选手拢会感觉讲，咱台湾是上强的，会使互因足尊重的球队。你无感觉咱一定赢？一定赢，已经赢，人会尊重咱台湾。安尼，我感觉咱野球已经赢。是。有影，这嘛是这个靠足侪先败的累积业绩安尼走起来。而且咱赢毋是讲干那赢球的赢，咱是人品赢。是。嘿，咱是袂去共插国旗啦，袂去乌白等笨手啦，也是讲输球去弄人的迄bench去啦。讲是讲国际赛拢拄过，有诶足无品的。无品的吼。就甲迄个输球的时阵bench后壁迄个休困的迄个。三拄啊，拢甲你弄，椅啊弄歹安尼。哇塞！过来看这个球场顶吼，咱换起来这个单匹如有影是哇，轻轻松松。所以咱台湾队的选手出去有礼貌、谦虚、够卫生，卫生最重要。最重要吼。啊，人安尼看会起咱的台湾，看会起咱的国家，你无感觉咱已经赢吗？有影。真正迄个素质非常即无共款吼，所以我就爱带咱台湾队出国，有够有民主的，是，咱的选手有够有礼貌，请赢呢吼，真正，哇塞，即阵咱头拄仔讲着吼，即个单匹如换起来吼，已经连续2个3胜，即阵来到即个第3轮的第1个打席 Engolpe 吼，哇，头拄仔迄2个吼，即个用7粒球就解决2个打者。有影讲到这个咱的这个素质啊，尤其吼会当伫台湾安尼带出去，吼拢是咱1粒1的这个选手。过来看这个速度，来国防部长张玉成团向一垒无问题，3就3咯，轻轻松松，吼咱的这个第5局，吼无互伊得到任何的这个分数。啊嘛，要邀请咱的这观众朋友，咱小可休困，这个吼咱等下就马上搁转来到咱的这个转播的这个现场，多谢大家，咱休困一下哦。踮在台湾，咱身为一个台湾人，你讲台语本来就应该会晓讲的。不管你是讲真交讲，是你本身的母语，或者是讲你后来学的，啊，你会晓讲台语，就代表讲你对这个语言的重视啦。若是有闲的时阵吼，人家咧庄脚行行的，你敢捌去过偌内？你唔知影偌内对无？我互你了解过台湾真侪无共的所在。即届袂使讲是我选择
公共电视台期待是公共电视台期待选择我，这是我三生有幸啦。咱各位乡亲时代，2月15开始，逐礼拜六的暗时8点至10点，一定要收看咱公共电视台期待的来去领导细分书，千万爱收看哈！啊，若有闲，大家做伙来细分书。洗身躯的代志，伫咧全台湾有无共款的讲法。若讲到洗婚书这3字，是宜兰的乡亲特殊的腔口，来去恁兜洗婚书。阮的洗婚书，毋但是清洗你的身躯，佮帮你的灵魂气上解郁透中开。即届我大练的，甲台哥2个人，将要开着一台货车，而且后斗佮载着2卡阮家己做的Inoki的热桶啦，深入台湾各地的秘境，找出这片土地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精彩故事。包括种香菇的农场、种金针的农庄，或者是组团3代拍铁的铁店，阮哪佚佗，哪甲乡亲时代交朋友，遮尔好耍，佮遮尔乐衷的行程，阮嘛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互大家人了解。2月15开始，逐礼拜六暗时8点到10点，公视台记台，对我甲台哥同齐来一段心灵的旅行，甲阮做伙洗婚书。这种哦，不要把我抢嘞！到底是啥物人拣这款装卡所在来拍拼？你若是拍无好，我是会甲电影公司的错档斗哦。哎，你来倒啊？我是哦，好。那早迄个哦，是去上过的头家娘啦，甲恁送相起来啊。新锐哇，这喊一个大鸡吼，这右外野手无接到，啊球就一直练到后壁去。啊，所以这宋新锐探团吼，这个一路走登来本垒摕到1分。但是因这准备来挑战，啊，这一定胜负的，一定胜负吼。拜托的，来看一下吼，这一定胜负的8-8啦啊！胜负。拜托，迄差足久的。哦，这咱专业的吼，这个老毕君老师讲，这一定胜负有影啦。8-8，迄差遐济是。早就先甲打落啊，对无？啊，对啊。这个咱的巴友宋兴瑞吼，这个是咱讲场内红不让啦吼，这个咱个伫咧第6局吼倒来，咱就看到真好这表现，赞啦！好，大家。歹势咧，我裁判徛久啊，拢无法度遐激动。所以你要接来啊。嘿，这个你头拄讲哦，这个一看就知影霸面的有影吼。因为像阮咧国际赛的时阵有规定，是，比如讲，虽然咱是台湾的裁判，毋过阮的衫内底袂使有任何互人看到你是倒一队的。哦。嘿，啊，而且阮若比如讲咧裁判是哎啥，比如讲咱台湾拄则有好表现，我咧裁判时我嘛伤欢喜，迄种靠点数。哦。所以拢讲袂使。都爱 poker face 就对啊。还是讲咧，你是工作人员的时阵，你袂使表现讲你特别支持对一队。啊，就是爱非常的中立就对啊啦吼。但是安尼，咱就看了吼，咱今日拢甲画出来啊吼。咱相信这个咱的所有观众朋友看到这球嘛会当对咱画出来。啊，这阵来到第4轮啊，啊，咱的林家辉。啊！这球攻出去，靠伊卡定哦，靠伊卡定哦 ，save，来气势就是安尼吼，这就是咱的内野安打啦吼。是。哇，这个咱讲讲林家辉吼是100%，2个保送，2个一垒安打。啊，头拄啊，这个宋兴瑞更加是100%，2支一垒安打，一个场内全垒打。这气势都拢无共啊！哇，有够。迄时间袂使讲，嘿，有够，嘿，有够赞的。卡定足紧的，这里在讲。嘿，卡定足紧的。使。嘿。哦，安尼做事练有够忝的。有够忝的。我用看的都忝。无要紧，但是。水啊！啊，咱这个无人出局，啊，面对换起来这 Breakins，啊，咱林主的这个棍仔要下还，
赶快是一个扰乱的概念安尼吼。这个主业吼，今仔日吼是有2个补送吼，不是讲嘛食一个 K 吼，但是咱讲即阵机会大好的时阵，吼赶快要来甲牵洗安尼吼。倒手会较好牵。哎，毋过咱用这速度的哦，迄个南非的手臂，压力就大。哎，有影。咱讲，这个场内走一轮了后，佮甲你拍一支一垒安打，无要互你休困。嘿。啊，甲牵着。所以啊，歹势啦，互你袂巴结。歹势。啊，咱讲这个主业吼，第一步路去甲一垒。哦，安尼一届拢3摆拢是因为得到补起的。哎。hit by pitch。好，这阵1、2垒，好，咱的 Captain Taiwan 单吉很先生来了，今仔伊嘛要寻求伊的安打，好，咱讲其他队友拢有啊 ，Captain Taiwan 嘛要来咯。哦，先观察一下。先观察一下，吼，这个球的这个速度，吼，较无遐尔紧。嘿，伊拢应该拢是靠迄个练的变化球。变化球。不是个拍变化球。是。哎，咱来看一下。哎呦。应该是 safe 啦，哈。嗯，当然。这个头拄啊。迄惊一个。迄惊一个。就是讲你，我你知影讲我，我甲你看。我来甲你注意安尼。我甲你看。就无人出局，1、2垒有人拿。好。单吉现点，哦，无成功，无要紧。伊也是要做一个推进的效果啊，吼。对，有当时嘛是甲因乱一下，但是这手臂到底你要位头前位后壁，我你甲你乱一下安尼。互你毋知影我要安怎来安尼吼。是。所以有一道国际赛嘛是人对方的投手，伊骹小可扭着，较无遐方便。啊，咱台湾队就一直甲点嘛。单吉现点了，真正是袂歹哦，吼！成功甲这个1、2垒推进到2、3垒，哇，真正来这支吼点了有够好势，所以咱讲，咱的台湾队长，若是要讲长期，咱讲推进的这个牺牲大吼。不过你看伊的表情，伊嘛是想要上垒，小可可笑。伊嘛是要拼这个卡点伊是伊嘛想要要拼 safety 慢度。为了这个点较伤底啊，伤底啊。是。所以即阵的机会，不过嘛是100分，嘛是100分，有影，有啊，有影。做迄个张玉成。是。哦，伊直接要敬远。哦，好啦，会惊就好。会惊就好。敬远的意思就是4粒，就是买球送你。哈，即阵咱的国防部长，哈来到这个1垒，哈，即阵咱是一个人出局。啊，满垒的这个局面要来到咱的吴念婷，哈，吴念婷今日也是咧寻求安打的这个表现。是。因安尼选择嘛是对的啦，不过我感觉，吴念婷嘛袂互因逐工拢过年啦。哎对啊，咱的吴念婷是掉分扣啊之鬼，这阵掉分扣啊之鬼，哎呀，拜托的，哎呀，哎呀，无要紧，无使，咱今日这局第6局靠着宋胜瑞场内全垒打，啊，但是好吴念婷，加油！哇，这真是 nice play，nice play 哈，这无法度。嘿，其实讲了嘛袂歹啦，但是拄好是调迄个伊的手臂位置哈。对。啊，但是咱讲虽然这支是双杀打哈，但是咱伫咧第6局这个顶半局来靠着宋胜瑞场内全垒打哈，哇，真正各位伊家己的卡顶吼，该拍一下扑啊一个，有影，赞。好，所以其实啦吼。这个咱头拄讲着要推进的这个效果，但其实嘛，这个了袂歹哈。啊，其实真正无念定，运气较歹啦哈。其实这个无紧哈，这个球来就是一来一往，咱真正对新的这个投手嘛无生疏，咱就是一个讲哈，就是头拄啊老师一直咧讲的，国际赛加所有的这个球员，南非队咱真正要共看起，因的手臂嘛是不了有功夫安尼啦吼。当然。是，好，咱过来看一下线顶的这个好朋友。大家有啥物问题吗？有人有啥物问题无？哦，目前因讲吼，这个人数吼有比昨仔济，吼，咱继续推广一下。啊，这个目前人数
也无到100个吼，大家爱真正加油，希望台语真正会当搁找倒转来。当然，咱嘛是希望咱讲吼，咱毋是干那用台语播棒球，咱台语会当讲万行万事安尼吼，有影。而且哦，别个运动我毋知，至少你若咧棒球的时阵，野球场你一定要讲台语。是。甚至足侪原住民因台语拢讲了足好，因就算讲无讲，听拢听有。因为球场用足侪拢是讲话拢是用台语。是。有影，这个台语尤其伫咧野球吼，尤其伫咧棒球头顶吼，拢是真主流的语言吼。但是咱讲真正有诶，即阵咧拍迄个三级棒球诶，较细汉诶，有当时啊，嘛拢较无，嘛拢也够有啊吼。教练啊嘿。但是小朋友即代咱就望甲伊接起来。哇！但是这个但譬如吼，这个第6局一开始咧，吼，共款是甲对方得到保路吼，迄摆 pitch， 互对方起哩甲1垒。所以国际赛的时阵出去台湾队就较轻松啊，因为拢就直接讲台语，拢免拍迄个signal啊，拢直接看。嘿，等到你华语会去用头学安尼，用头知影你暗号。就是咱拄着香港队啊，中国队吼，拢讲台语。是。所以这个时阵台语吼，就是咱上好的暗号安尼。好，咱继续吼来看。你讲到这有一道嘛是，我袂记啥比赛啊。反正就是我咧顶头的时阵啊，反正咱台湾队的教练迄边球队内底就叫我去看一下，看讲迄当阵是南韩迄场是看因后壁的迄个投手是啥，看几号因咧烧安尼，我就偷走去偷看安尼。啊，偷看了，阮工作人员拢有迄款达利欧无线电，哦，迄个 walkie talkie，我就咧内底讲，我感觉是倒手10号去食起来安尼吼。啊了，内底有人，阮大迄个长官啊，长官，就咧内底骂。公用的频道内底，那也在讲这款种代志，怎么公用的频道不可以讲这个种事情？我说啊，我系啊，后一句。爱用台语，爱用台语哦。对，我把错死哦，哟，那个神拜的嘛，公用的频道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爱用台语讲。哇，这嘛是注意哦，这是你讲做这个。工作人员的时阵，啊，头拄你讲做主审的时阵，有啥物禁忌？头拄讲迄个袂当讲啥物字嘛，有啥物禁忌无？禁忌就这啊，像咱选手还是裁判有诶啦，看个人啦，通常大家拢袂去打迄线。先来看这球吼，这个速度传向1垒，打波 play， 嘿嘿，变向啊，这个咱讲吼，甲这个垒上的这个打架啊，咱这浪呐吼，互伊登起甲。休困室内底啦，吼，有影，这个真正是 nice play 吼，咱大联盟顶个张玉成吼接杀以后传向1垒 double play。这球应该嘛是有战术。哦，有影，本地要走去甲2垒啊，吼，啊，拄好接伫这个伊的这个手法内底。好，咱讲。这个公司台语台吼有这个新书的书库吼，互大家来去查啦吼。啊，这个咱讲要问这个碧君老师的这个问题嘛，真济。尤其咱讲到吼，这个兄弟最近吼，这个咱女性 Sarah 对不对？哎，是。我看过伊比赛。啊，是吼。我敢若20几年、23年吧。是。在加拿大我有看过伊的比赛。哦。小可印象，是，所以小可一点嘛，一点印象。所以咱讲咱即阵吼，尤其是甲伊聘来做教练嘛吼，咱这个性别意识吼，这个伫球场顶有小可拍开无？你是第一位嘛？真袂歹，真越来越好，真正啊！防护员防护师真拢有迄个女性吼，有影，所以我是较爱讲女性，我较无爱讲查某。女性，因为我古早徛裁判的时阵，头2年、头3年的时阵，人拢叫我迄个查某，我是感觉无好听，所以我是较爱讲女性，所以女性的教练啊、工作人员啊、心理师啥，真正女性愈来愈侪吼，咱这个不如我们拢有啊。哦，有影吼，尤其咱看到旧年的这个乌巴基高中的这个选手是规个开吼，这个女性的这个高中来去参加，咱嘛看到讲哇，迄表现起来吼嘛无输查甫的啦，有影。咱先来看这球应该是。
这个出去界外。愈侪愈成是愈好，为什么？因为咱球场的设备这拢会较改善，愈成愈参加的时阵，球迷才会愈来愈侪嘛。是。所以我毋捌看过有人写一个新闻，看咱台语台是对一间媒体要写，其实咱大巨蛋有女性的裁判席。哦，这是咱会当去吼，咱先来看场顶吼，这个单壁如吼，佮家己扭掉去吼，所以咱讲吼，这个这局是变相的三上三落啦吼。虽然去用这个讲出去，这个 hit by pitch， 吼，讲到这个 hit by pitch， 有咧观众朋友讲这个咱台语要哪讲吼？死球啊！死球啦吼，就是咱华语讲的。我通常讲死球吼，咱华语讲触身嘛吼，啊，但是 hit by pitch 就是。迄个球就是dead ball，嘿，dead ball，啊，所以我拢叫 dead ball 还是死球。为什么叫死球？因为足好记的，只要球去弄拍到选手，迄球就是死球。所以有当时是安怎？是打者伊嘛有出腿啊，啊，同时佫拍到身躯。啊，迄当阵只要你球有拍到。打架的时阵拢是死球，安尼你愈较好记。哎，你迄个规定你较好记。是，哦，这就是这个碰到打架，迄个球一定死球，一定死球。啊，伊也是出队啊，嘛是共款，嘛是算好球。哎，有影，所以这会当互大家去区分啦吼。各有山顶的朋友要来问问题无？所以我推广一下，我感觉查迄个女性的迄个变数足重要，真系足重要。啊，所以这个大姑娘的时阵，迄当阵咧设计的时阵，我有特别去要求讲，爱有女性的裁判席。啊，迄当阵当然大家讲无机会用啊，哪有机会用？因为包括我到即阵嘛，毋捌用过。啊，毋过我就讲你先设，你先有啊，以后。就算讲我用袂到，一定有其他的女性的裁判，甲工作人员会使用。所以你至少你喺设计的时阵，你都要有。对。啊，了后未来方便的时阵，会较侪人来用。你袂使讲等有的时阵才要来设计，迄较困难。嘿，对。所以咱应该是算足骄傲的，就是讲咱在办这家己的比赛，还是国际赛，你就该世界就看的讲，咱咧棒球有对女性的尊重。是。哇！这老师头这讲出来吼，这咱今日独家，咱今日独家，唔那看球呢，个对，希望大家嘛是较关心这个迄个议题，啊来鼓励咱的，不管是咱的普罗啊，鼓励咱的这球队，拢会较重视女性这题。有影啦吼，所以阮开钱开咧野球嘛是开足济呢，对不对？投资嘛投资真济啊，对啊，阮嘛是消费者，女士嘛是消费者。有影。所以咱好好甲这个性别意识，尤其过去这个野球也好，还是棒球也好吼，对这个性别的迄个禁忌足济啊，但是咱这阵拢一步一步甲突破呢。啊，这个是幸运的球哈，本地吼可能有机会接到的，但是单门界吼，这个倒过吼，咱5万以来好好啊拍球吼，开始有人来跳伊应援曲啊呢。这个歌曲改成是单组合的，是不是？但是先互单门界来用哦。不要紧啊，咱就拢是加油，拢是家己人，拢是台湾队啦，拢是加油，嘿。哎，有影吼，所以这个单门界吼，今日做 DH， 过来一支，有影吼，咱即阵已经来到比赛7败哈，第7局等于是这个后半段哈，咱整体吼这个安打数来到这个9球，啊伊嘛换这个新的这个投手起来是 Tribe。对这个单文杰哈，本地先摕到2个好球了，连续来2个歹球，嘛是也咧小咧哈，也咧找伊家己上适合的位。哦。你看这投手，伊的出手点就较无遐固定，所以球就你好球要稳定嘛较困难。是，一下遮，一下遐，一下遮。出手点就无相共，哦，这球卡慢出去，哇！但是直接入手套来入中外野的这个手套吼，但是头拄啊这个单门家一支吼讲了吼不哩啊好，啊只是这个手臂就等伫咧遐，单门家这个是向接杀中外野，甲伊接杀起来。即阵轮到的是王柏贤，吼王柏贤今日这个表现吼嘛算是袂歹啦吼，有2支安打伫。面对 Tribe， 这个球速嘛是无遐尔紧啊。
这王柏贤后边两番吼，就是张孝峰，哇，这lucky，应该有机会 safe。是，哦，这应该当记信哦信哦哦，这真明显信哦。所以今仔日王柏贤已经，这个南非队若是去用记信哦，就是2届失误，拢伫伊的身上。是，啊，目前咱这个，有算安打的款。有算安打。多谢你。来呀，安打哈。多谢你。水。好，这个安尼伊应该，吼，这个4支3哦，袂歹哦。过来换周孝峰嘛是寻求伊今仔安打的开始。这比赛的时阵安打是胜哦，上决定的，就是咧个计分遐的时阵，作为一个记录老师，记录组会去决定。啊，记录组你看比赛，有诶较无遐大比赛记录敢若一个，较大比赛可能有2个甚至3个。是。就会开会讲，你感觉是安打还是胜哦？哦。嘛是决定的时阵，嘛是会看讲。这个球场，比如讲这球场是标准的，是所以你无应该胜哦，会甲你判断，还是讲校邦这个球接袂到是正常的，我就会记安打。你也是已经扑落，我拄则会感觉讲，这遐好的球场，你是这个选手胜哦，迄样我就会甲伊算胜哦。你也是讲。球场无遐好，还是讲你是校邦，我就会安打，所以这就是看记录组安怎互你，安怎记，我这嘛是美角角。咱来看这个 safe， 好，这个头拄啊，王柏贤的又个吼头垒成功。因为这就是阮咧记录室的时阵，比如讲我无比赛，咧记录室咧拉赛的时阵，这款球出现的时阵，咱是台湾队。安打啦，Mary 安打啦，对，咱台湾讲话对，安打啦，这我安打啦，大家安尼。哦，这嘛是，趣味啦，工作人员咧内底阮的快乐。有影。毋过基本上嘛是尊重纪录老师啊，袂去硬拗，就大家咧讲生笑安尼。哇，这嘛是介趣味安尼。趣味。你就感觉讲出国拢会想讲足自然的啦，自然的为咱家己台湾队讲话。哇，佫是一个。第一步，吼。4球。这个张孝宏透过这个4球。这个敢若找到安尼啦，找到伊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护具者。所以这阵嘛，佫徛起哩。一垒。教练团又佫落画一个 time。所以这嘛是咱讲，咱的这个机会大叫，即阵看到这个南非哦 ，Mendelssohn 嘛是咧烧咧热身啊吼，等于是因今仔这个牛调已经这是派第3个、第4个这个选手起来吼，哇，所以这个对台湾真正无遐尼好讲吼。当然啦。咱因是对这个尼加拉瓜吼，所以咱但是今日佫看西班牙对这尼加拉瓜，可能是受到昨暗时的比赛接中到这个比赛，对西班牙来讲，可能迄个身体负荷吼，可能较无遐好。但是即阵咱要轮到的是今日完全打击的2支安打，一支场内全垒打的宋承瑞吼，伫咧第6局吼一开始就互咱有这个真好的这个开始吼，即阵要过来互伊讲咯。这记一个好球。这 foul tip。这要台语要安怎讲 ？foul tip。较 foul tip。华语是叫做插棒背。插棒背捕球安尼吼。台语要安怎讲？就是切着棍啊，去用补起来咧。你小可伤长安尼。伤过。到时咱想看来想一个。想一个，咱嘛开放观众朋友来替咱想一个。对。foul tips 安尼叫 foul tip。foul tips。你比这足重要，因为法律补的时阵，垒上的人袂使走，包贴会使走。哦，所以你爱做明显的这动作，这大家才会使决定要走袂走安尼。所以咱开放，咱来开讲式吼。咱建议者。所以即阵咱的机会来啊！宋承瑞
好，即阵面对袂这个歹嘛，伊嘛无受怕吼，虽然进前拍了遐好，嘛无受怕，因为保送甲安踏拢共款，拢共款吼。哦，哎还有一呦个 Jet Ball，加起来拢有护具，哎，面对宋兴瑞吼，这连刷两粒，粒，伊嘛爱换豆手咯，哎哦虽然即阵是满蕊哦，差不多拢是迄个位呢吼。因为安怎？因为你安尼连续两球拢安尼的时阵，这保手要配球就歹配，歹配吼你若搁配这内角球的时阵，迄个投手家己嘛要错手，伊会较无遐信心啦。是啊，保手一定会甲伊讲啦，免惊，你就照我会牵，哎照我比会牵，啊免惊是你免惊，错手的是我。有影吼，所以咱看这个防护员即阵吼陪同这个宋兴瑞吼，咱希望伊是莫有身体任何各样吼，有影，互咱即阵这个转播啦吼，来到即阵已经是第7局的这个顶半局吼，咱看到讲这个即阵应该是互伊继续来斗啦吼。因为伊要入后壁要烧投手应该无遐未紧啦。烧啊紧吼。嘿，还袂烧。啊，过来嘛是咱这个上垒率100%，今仔咱林家辉吼，有影，即阵满垒的局面，是毋是来讲一支，互大家搁欢喜一下？我起哩，头拄来先讲一个时阵，家辉安尼，吐一个字安尼，无要紧，搁你一个机会，吼，咱的这个家辉也是有伫大巨蛋吼，这个讲出去，全垒打的这个功力伫个。为什么我是切掉？这就无要紧 Infield fly。 ，infield fly，这个速度接起来，这个无任何推荐的这个效果啦吼，这个两人出局，伫第7局的顶半局，过来是轮到这个2番的林祖伟，吼，林祖伟今仔日咧是2届保送吼，啊3届啦吼，有一届嘛hit by pitch dead ball 吼，啊一届三振，今仔日嘛要寻球吼，这个有更较好的表现，尤其佫是一个满垒的局面。今日伊其实足侪机会吼，是，本是地讲第二个打是较可惜啦。对嘿对，迄个不要紧，不要紧，咱即阵做一摆嘿，影响互你大联盟的顶级。伊自少年嘛是足优秀的选手，是我头一摆熟悉伊是做伊 U15的翻译，哦，迄当阵咧台中拍的时阵，是，做伊的翻译，哦，嘿，有15甲即阵，嘿啊咱看伊佫去甲国外，对佫啊倒来甲食。嘿，啊，其实吼，咱讲做国手的经验是坐假，吼，敢若山共款，啊，拢伫国际赛有足好的表现，嘿嘿，迄是较可惜，就是受伤啦。受伤选手拢是惊受伤。是，尤其佫来倒来台湾迄站吼，嘿佫受伤佫较严重停一站啊，才会当佫拍呢。所以即阵咱的英雄主要互你做，哎，可能咱会当佫一个有耐心哦嘿选球咯。回顾这个第2个打席当中嘛是选甲满球数嘛吼。再来看南美的教练嘛，肯你去，肯入去，这啊，肯袂离教练现在足烦恼的，毋知要安怎。是，毋过咱是无差啦。咱是有差嘿。哎，感谢你主爱这个吼打席有1分的打点，哦，这个袂歹，这个袂歹。好，这阵要轮到的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哦，哎，差不多我要换投手咯。是，哎，真正这个时因为机，我任何一支安打，因可能都免伊啊。哎。嘿，咱得使较早。较早下班啊，尤其是7局嘛吼，7局10分嘛吼，啊5局15分。是，有影好，咱今日就要提早来下班啦吼，因为咱后壁拢是大强的吼，咱后壁开始单击线张玉成吼，拢
咱这个咱先来写剧本安尼，单结现一支4分的，过来张玉成安尼。因为今仔日咱分数拍较济，咱安尼较轻松。较轻松啊对明仔比赛咱有较有信心。嘛是，互咱有搁较济休困的这个时间安尼。尤其马仔面对咱一直咧讲的是尼卡拉瓜吼，尼卡拉瓜连2场拢拍入去这个延长赛吼，第10局的时阵拢互人这个疗伤未到，互因赢去安尼吼，今日是再见安打吼。所以这南美洲的球队就安尼，其实咱台湾队对南美洲的印象就是因真正因是野球，是，就是讲我以早的经验。这咱对南美洲的球队哦，咱拢会派较好的投手。为什么？南美洲的球队就是你爱甲压落底，压落底吼，嘿，你袂使会起笑。是，嘿，哇，这个拍起来拢笑笑啊。尤其迄个张迄支嘛是吼，笑笑啊。张虽然迄毋是南美洲吼，但是伊是中南美，差不多啦，差不多拢是啦，嘿啊，敢若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欧洲，一个人尔，嘿啊。对，所以迄就是差不多中南美洲的球风。球风拢安尼。好，咱的这个网络顶吼，即阵真加滚哦，已经超过100外人伫咧线顶做伙来看吼，所以。同款哦，因为咱讲即回这个投手的时间咧算吼，这个垒包头顶有，这个有人是18秒，无人时阵吼15秒，有的人讲投手投球算的这个时间是对什么时阵开始算？为球回团登去有投手的时阵，回团登去有投手的时阵，就开始迄个。投手看到投手的时阵，有影，迄个时阵，这个时钟其实都会跌落去啊。裁判才看迄个时钟来去准安尼啦吼，这是。所以其实咱台湾拢足侪裁判主审的家己牵球去投手。哦，迄个时阵就开始。无，我意思是讲，其实咧国际赛的时阵，因是开会的时阵拢讲球互保守，家己去牵。家己去按算迄个时间。嘿，咱较袂。裁判较袂记，嘿，较袂人会讲意思，讲这时间的调整有意见。哦，这颠倒是搁互咱上到一步安尼。因为我是希望讲，咱台湾的规则，较国际赛的时阵愈活愈好。是。因为咱的选手去比赛的时阵，迄适应就较紧。这就是重点，就是一开始老师一直咧讲哈，自这个时间哈，你的这个时钟要放伫倒位，互评审看起，甲这个球，互保守，这个哈，这个解话球。所以希望咱昨个比赛就是足好的经验。希望讲咱台湾的职业棒球咧拍的时阵，这时间啊时钟的设定，甲执行的这个政策，咱会使咧平常时的时阵就会使执行。执行有影吼。变做惯势。变做惯势吼，这是非常重要吼。这个这个用球手 Manderson 对单结线啊吼，单结线看会使掌握一下无？吼，头拄仔老师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咱未来吼，拜托会长。拜托会长，总之，总之爱好好听，无咱等这段加做电影音，家放伫网络头顶安尼吼。因为我是希望讲，你若选手遐认真，球迷遐认真，咱不管是心理上、情愫，逐项咱拢做了，拢足认真的。我希望咧裁判即地时阵，咱袂使做伙来帮助咱的台湾队表现更加好。安打啦！解话球，不是讲咱讲极限啊，都是黏。轮到极限都是念，这是华语一条歌。我袂讲。你家己编的我家己编的。好，咱等下搁较念的，就是要搁讲出去，互咱期待这个 Captain Taiwan 的功力。有影头拄仔老师讲的以外，还有球迷，还有问到吼。是。主审头拄仔咱讲主审徛的这个位置，是。牵过一定有啦吼。去用牵过。破线啊！咱先来看这球。哎呀，无彩吼，不是个对极限的，极限嘛是真有耐性，对付每一球。是。尤其伊家己练功夫嘛是练甲真好，较早伊较袂晓拍来角。毋过有当时啊，这你看迄个选手咧出腿啊，这个球差呢，其实是超过伊的。嘿。这叫做阮在球场讲，这叫做球。做球哦。做球就是讲，我超过伊哩球咧食，其实我足介意，超过伊，敢若我讲袂着，就是咧声讲叫你搁配一球。搁配一球来呢。
就出名。哦，阿爸，法律宝，所以共款投手，比如讲伊有一个尾盆专门足厉害的球，比如讲内角啊，还是练的啥足厉害的迄球，伊毋是甲球拢甲你配，伊会说上关键的时阵才要用出来，甲你用出来。啊，所以阮咧比赛进前有当时啊，阮会叫投手你牵我看者。哦，为虾米？两好球了，你要骗大家，你莫甲主审拢骗伊啊！啊，我袂记 Q 三振，因为有当时你看，哎，迄个打者袂记你拍，哎，讲惊着，啊，主审嘛会啊。哇，这个来，得分啊！得分啊！吼，这个单结弦的今仔日吼，这个单着这嘿歹球，啊，如果替咱得一分，哎，不管安怎有得分就好。有影。所以有当时啊，你有看迄第三粒好球、三振球，大家惊着，哎，那会是，嘿，那会安尼爱饲咧啦。啊，有当时阮就会把保手讲。啊，袂比进前，你先牵互我看，你先牵互我看，啊，较袂迄个，较袂，哎，有迄个四角较袂你袂记的时候，我嘛袂。咱来看这个张玉成这球，哇，这个团向一垒，哇，气势不是个咱靠着吼，这个4粒歹球啦吼，补上吼，送倒来2分，伫咧第7局咧又搁摕到2分吼，哇，这阵咱是7-1，这个国防部长淡薄啊。这个失志，无紧，吼，咱今仔伊也是有这个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吼，啊，但是头拄伊讲出去球嘛是讲了袂歹的，还是讲拄好着空啦吼，人拄好徛喺遐，我都是，过来看咱的线顶的网友吼，尤其咱这阵第7局下半吼，咱来看讲有啥物，好，是啦吼，其实咱的公司台语台拢有新词，这个思考会当。互大家来去应用吼，尤其是野球这地，啊，尤其野球这地咧吼，咱拢已经开始做一寡这个整理。啊，其实咱伫咧3级棒球遮吼，过去老师嘛有来遮报过球嘛吼，啊后面嘛伫遮报过球嘛，所以咱会当伫这个3级棒球开始练你的耳孔吼，这个用台语来听，这个野球是上适当的吼，所以咧。这个3级棒球尤其可能是伫咧礼拜下晡时2点至4点吼，啊过去这个3级棒球咱嘛看到讲真侪选手，即阵拢是咱即阵这个国际赛吼，这个真18个这个选手，亲像咱常讲的，这个林维文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吼气象性，因讲是过去吼这个木棒联赛，啊因自校棒就开始拍到即阵啦吼，所以咱个工商服务一个吼，公司台语台吼，咱的这个台语吼报球的这个时段吼，大家好好啊准时收看一下啦吼，有影，啊咱嘛来讲吼。这个有的人是透过哪看电视放送，哪听咱的这个开讲室，有影？你就爱甲这个放送头放较大声的吼，叫大家尽开吼 YouTube， 有影？所以咱会当继续来提问吼。系啊，请欢迎有啥问题？是，还是讲有啥信息？我想讲，我有一届是嘛是 WBC qualify。哎。我是去做迄个菲律宾的翻译吧，啊，可能就是我常常看这选手的球，结果因当作我是失败。你去查新闻应该阁有。是吼，来起盘顶的咱的观众朋友去查看。我实在是有够气的，因为咱哪知道，我们这款球队，我们有需要用失败吗？真正的，甲我们台湾队侮辱，真正。对。啊了后，因就甲开除啊，因就讲我做因袂使做甲因做伙安尼。啊了后就转去大会啊做工作人员，所以迄暗，咱台湾甲菲律宾考倒，当然考倒啊，拜托。吼，我会记你迄暗咧新庄。是。吼，迄考倒的时阵，你毋知我咧后壁偌请的啊，全部人来到 Give me five， 真正。吼，真正姐啊，真正是气死哦！气死有影咧。真正咧去落去啊！哦，迄我印象足深刻。讲我是失败，真正。哪有可能是失败啊？你对无？是失败嘛，袂甲你讲啦。哇，这因为过去咱讲做这个翻译也是工作人员，是经验真侪，迄个趣味的代志足侪啦吼。有影？啊，今日咱看到这个陈碧如吼，今日伊的这个功力吼，因为这刀啊真大。哇！但是这球向讲出去。这个是 Phillips， 好，因其实有2个 Phillips 吼呢，Phillips 是一兄弟档哦。好，这个 Phillips 是5番的 Phillips， Anthony， 嘿，过来要轮到这个6番的
因的赖度吼，今日嘛是有拍安打的。是，啊，一个不过最明显的应该是讲掠咱的直球来拍。啊，嘿，不过我是感觉无差，无差啦因为伊的直球还是有发挥的时阵，我感觉伊嘛讲袂好。哎，可能这个挥空率会较悬淡薄啊嘿。若是要锁定的直球，咱来拍吼。就是讲我知影你要讲这，不过我看到你的时阵，也无一定拍会到啦。嗯，嘿，互你讲安尼，哎看你讲会对无？嘿，所以你也去看迄个咱三级棒球的时阵，你听着教练讲，你有起落啦，还拍讲无啦，对吧？你有起落啊，讲无嘛。有影有影，小可共侮辱啦，啊，毋过事实就是安尼。事实就是安尼吼对。有当时迄个实力的这个落教差上悬。练就讲啊，讲完大算我的啦，你是咧惊啥？是，嗯，好，好球来了。所以有当时骑裁判，趣味就是听这分数话，嘛真趣味的。这个头拄啊，这个线顶的观众朋友愈来愈侪问题，想要这个请教吼。好，请讲。这有的人讲，咧徛主审的时阵，看到这个捕手是毋是较少人会用倒手来接球？足少的，足少的足少的，上加加是一直到差不多青少棒国有。青少棒个有。嘿，啊，通常倒手的嘛是讲咧野球较无普遍、发达的，才有看的。哦比如讲香港还是哦，这个咱先来看这粒球啦吼，这个是头拄啊讲出去吼，这个第6番呢，吼去互咱的 Captain Taiwan 接杀，吼，但是花团吼虽然无个制作 double play， 但是吼咱先掠到一个出局数。啊，为什么倒手会较少？就是讲因为普通来讲，拢是正手啊打者较济，啊捕手爱牵势。哎，所以正手不管是牵势一垒也是二垒，较袂用炸着。哦，所以倒手要怪较少。是。啊，毋是讲无，遐是少。较少吼。啊，对裁判来讲，都足没关系的。是，咱先过来看这球来甲右外野，甲右外野手吼，把右送成瑞甲接起来无问题。来甲2人出局啊！好像真正好讲嘛，无要紧。系啊。嘿，咱的这个手臂也是真栽咧。就是讲，像每伊的球是，咱毋是干那看迄球速。正有诶，迄个 Major League 3，伊会甲你讲伊诶转速是偌济。哎。转速啊，转速就是讲你若换台语来讲，就是伊这球直足重诶，球足重诶，啊球足重诶意思是讲，我就算拍有，我嘛扣袂出去。是。对，所以投手毋是讲干那看伊诶球速。哎。有影吼，这拢是美美角角，咱就是好好透过咱的公司台语台，吼做伙来学一寡，吼用台语讲这个棒球，互大家学搁较济安尼。就是讲看野球上大的趣味，就是讲，毋是干那看安打、看得分，你就看，其实你若要认真看，每一球拢有通好看。是。对，啊，就趣味就趣味了。啊，嘛是足鼓励讲，大家去看现场的。哎，有影。你去现场的时阵，你会感觉，你得看这球的时阵，你只看电视啊，那遐简单。你去看现场的时候，讲，哇，这球那样远啊，那样远，啊，足趣味的啊，是，足趣味的，足新鲜的。尤其咱讲这大巨蛋嘛，佮开灯一个吼，无共款气味。咱来看这右外野，哇，伫咧线内。这个安打应该有。足幸运的，这运气。运气吼。这讲出安打的吼，这是7番的 Tyron Mile。好，这个头拄啊1垒的人啊，即阵来到3垒。啊，这球嘛是投了算袂歹呢吼，但是这个伊这算运气，伊家己都无信心啊。哦，真正是缀伫咧山，这界外山还切掉，所以连打者家己都敢若是哈鲁波啊，对啊。伊家己无信心。虽然哦，即阵咱看教练团，好大兵来讲鼓励一下，无要紧，过来继续。啊，即阵单匹入的这用球数33球啦吼。所以有当时你也去看比赛的时阵，你若扑落的时阵，你也较早去，因为伊咧外口咧练球。哦，你真正看迄投手去牵球，尤其是咧。捕手要接的时阵，迄真正足迷人的。你有看到球，因为球会有红线。是。啊，红线因就用迄手指去
高，对吼，甲杀迄力，啊球真正会弯，会转弯世界安尼吼就讲哇，足神奇的，哪会安尼？有影，啊伊迄球速也是迄速度嘿，风声听起来哦，有够啊，，佮有迄个密度，迄个捕手的迄个手套叫做密度，嘿，迄接的时阵啊，迄声足好听。最好听，啊，甚至讲你看我的时阵啊，会闻到迄个迄个皮味嘿啊，皮味哦，足香的，嘿。哇，这个嘛会是臭搭，会臭搭嘿，吼啊腿啊嘛是，伊腿啊的骹腿啊有当时啊切掉的时阵，啊会臭搭的味，我毋知影怎，我就感觉迄味足袂人。就袂人诶嗯，我这嘛是徛安排啊了啊，才知影哦，这个气味啊，是安尼。你球迷嘛是会使，球迷嘛是会使你就讲比赛进前较早去，啊去遐。哦，对对对，哇，那是咱看这支吼，这个是两粒好球，这头拄就比这个动作嘛。 Foul tip 好，foul tip。啊，观众朋友，你是知影有开始写这个词啊未？观众朋友。想看觅，你嘿我你发明一个。是是是，来到接杀。哦，这个三振哦，非常之好啦，挥空率这个单匹数是制作甲非常之好啦吼。四个三振啊，好，咱来透过这个，这个三振以后吼，咱来小解头前这个马斯库。咱先甲提起来一个，其实咱头啊，是我上爱用的，你是因为上轻。上轻吼嘿。头拄啊，咱甲观众朋友小解者，因为恁的这个视线拢伫这个位置遮尔嘛，对吧？我帮你提。你家己用啦，我家己用。我有吹头章呢，我不爱用。安尼甲递起。对，递起，嘿。哦。啊，你是毋是有小可有扎着？是呢。嘿。所以就是讲，你为什么角度去看，迄就是你家己，因为这球一定会消失一点嘛，因为伊有迄个边仔这夹去，啊，所以你来去看有安怎会使去迄个把握迄球，啊，正有诶迄个主审要用哈基的，哈基就转播的，啊，因为伊一方面较安全，因为伊都规个扛起来，因为你有看有诶主审的。地节敢若零件卡，就甲捕手迄款零件卡，因为有当时啊，这头顶买下掉，所以有诶会用全罩式的，像迄哈基的，迄款的。啊，我家己较无爱用迄，因为什么？因为伊迄拍着头，搁较疼，戆。因为我这有球拍着伊会家己走伊嘛，啊转播的哈基的迄款的有戆着搁较疼。啊，第二个就是伊虽然视野较好。毋过足重诶，啊！你徛规场比赛了，阿妈棍会疼，会记在袂了。阿妈棍会酸，啊，佮有拍着的时阵，阿妈棍会疼，所以我较爱用即款的。啊，有当时啊球速比赛迄较关键，球速较紧，我嘛会递一个零件卡。哦，是吼，有人问讲，老师安尼递起来，这个牵着，当然嘛会听。你莫讲啥，我软的，我有一道是连续结3粒，嘛有脑震动啊，暗时回去嘛有吐，是，所以这是保护你较袂受伤，毋过袂使无可能完全无受伤啊，有影吼，所以咱嘛是爱甲这个主审球场顶吼，主审还是所有这评审拢行咧一个吼，所以这 respect。这国际赛时阵，阮徛主审是轮的嘛，啊，你也是有一只迄个法律布直接结着迄个面的迄款的，你会使休3工莫徛主审。伊都是惊你concussion，惊你脑震动。嘿，啊，你就会使3工拢免徛主审。因为徛主审吼，这个压力嘛是真大吼，有影。佫无用。佫无用。这个咱即阵来到5连亭吼，来到第8局啊，吼。这个今仔日吼，咱的这个第8局吼，第一个打者就是咱的5连亭吼，面对这投手也是南非队的 Melderson。有人嘛咱问讲，这个好球歹球的判断，甲这个马斯库的这个视线，敢有关系？我感觉是还好，还好啦。啊，就是看你现在国际是希望你扣较快，扣较快，嘿。咱来看这球，5连亭是不是有一支安打机会无？哇，嘛是去到中外野手来甲接杀。今日5连亭咧，这个第5届的吼，这打击也是无任何安打。因为希望你好球较济的时阵，
比赛速度较紧，是大家较会出腿啊。哦，嘿，有影即阵的这个 strike zone 较宽淡薄啊啦吼。嗯，好，大家出腿啊的机会较侪咧。但本节今仔有一支安打。啊，苏啊，伊拢就在个人的兴趣。哦。啊，毋过所以因为大家加减拢有小可无相共，是。所以你像伫大联盟去Major League的时阵，因不只有迄个投手啊、打者的报告甲清疏，伊连裁判的拢有。哦。嘿，伫咧大联盟内底。嘿，伊会算讲你这个裁判较爱扣啥物球。哎。嘛是有。有影咧吼。所以我才会定定咧讲，咱裁判就是讲，不管伊是咧训练啊，还是讲这规则这了解，咱若搁较用甲搁较搁较好的时阵哦，较侪投资的时阵，我相信咱比赛品质嘛会较好。嘛会较好。哦，有影，咱先来看即球吼，单门剑吼是拍到小岛即个位置，不如个传一垒吼，去用刺杀伫一垒。有影头拄练即个安排啊，介意啥物位，迄个收集报告嘛有吼，这嘛是。有啊。哦，这嘛是会当互咱去调整咱的迄个。你就知影，因为你有投手，你啥物球路，还是讲你的球种是对一款的，会影响到。是。嘿，有当时你裁主是伊即球伊就歪球就歪球，你就卖硬去争。安尼。有影。所以即阵来到王柏宪今仔嘛是有3支安打的这个表现哦。所以整体看起来，咱今日这个台湾队啦吼，10支安打安尼讲起来，正常表现。嘿，正常表现啊。所以咱马仔面对尼卡拉夸，5万会当个吼，规吼支拢开啊。其实咱昨嘛是差不多这个安打数。是。啊，咱讲有锻炼无锻炼吼，迄个影响就大诶。所以你来看，这是正常老师头拄讲诶，正常发挥啊。哦，这个应该有安打机会咯。好，咱来王柏宪哦，今仔日这个哇，这个表现袂歹呢吼。这2工拢拍了袂错。是，啊，这个嘛是一垒安打，好，那算起来伊今仔是这个5支4哦。王柏宪啦吼，这个咱万众期待伊今仔嘛是守一垒吼，咱今仔守备表现嘛是，吼，若是要送去伊遐球，吼，拢不离啊好安尼。所以其实咱这台湾嘛，拢有迄科技训练嘛，足济嘛，吼。对。其实我都一直就希望讲，有一日咱这科技训练嘛会使 apply 应用咧咱裁判训练，因为外国拢有啊啦。是。嘿，外国拢有安尼咧做。哇！咱有这个实力来做这发电。来这个发电吼，有影。啊，这个球场顶咧8番去的张少红咧吼，过去哦，这个投手吼投一个吼 dead ball 吼死球，来甲这一垒吼，所以即阵咱伫咧1、2垒拢有人啦，吼即阵是完全打击的巴友咧，今仔日有2支一垒安打，吼场内转垒打，头拄啊一个 dead ball，无法度甲解决吼，继续命运，继续保持，继续保持。啊，头拄啊迄粒可能，若是搁较对付着，可能有这个车步边吼，咱来个对较紧的。嘛惊真惊这垒包顶的人会头垒。嘿。第8局顶半局吼，咱等于也有2局，差不多够有4个嘿出局数。直接咱是不是要继续过来约分数呢？嘛是斗较开吼，伊知影这个巴友毋是好食的呢。来，阮下咧球队就讲这歹创的，歹创的哦。歹创。哦，真歹创。你讲创便当，创鸡腿迄个创哦。啊知。哦。知。大家拢安尼讲。哦，真正这歹创的哦。歹创。球数来到一粒好球，敢若3粒啊，这个有3粒歹球。咱讲吼，有影，这个观众朋友嘛咧讲吼，这个2工内安打差不多啦，但是这个差别就真济安尼。野球就是安尼。是。
好，过来白药应该要过来好好等人一下。来看，哇哇哇哇哇！白药嘛呢哈，哎呀，应该捡到一个，不是个咱看到这个现场的气氛应该是袂歹啦哈。我相信咱这阵山顶的气氛嘛是袂歹，这阵咱有吼真正超过100外个。嘛，希望大家有啥物问题，还是想要了解啥？出去喽！哎呀！走去了呀！讲了真正袂歹，这是较奇怪。较奇怪安尼走吼，发生啥物代志？我看下咧。这个一直想讲要窜出去啊，哈，这个嘛无法停。这我相信是伊家己要走。伊家己要走，嘿，伊家己要走诶。这个走类上啦吼，本地伤积极去啊。这是走类的信号，咱今日有2个走类的信号吼，这是王福贤啊吼。所以咱伫遮咧，就伫2人出局吼，宋新瑞这个拍出去，算安打啦吼。但是伫咧走类遮吼出现失误，所以积分无走倒来。有啦吼，甲阮算安打吼。是。讲了是袂歹吼，尤其真深啊，但是这个吼收了嘛真好啊，随团本垒。虽然今日已经出现12支安打吼，但是咧，咱讲马仔面对尼加拉瓜顶级的这个队伍吼，咱这种这个稳定的失误唔通阁出现安尼吼。只要咱投手稳定啦，都无啥问题啊。是，因为咱唔是讲无啦，咱唔是讲无，迄是讲安打手变做分手。是。然后咱今日已经是3任投手吼，第1任是沙祖琴，啊，第2任吼是李东明，啊，第3任吼是那个陈碧如啦吼，啊，伊是这个咱讲安尼投起来吼，咱的这个整个敢若是李东明迄间较拄着乱流呢，但是咱看到陈碧如吼，尾手嘛是过来卡吼这个对方啦，但是这个对方换投手头拄啊这个 Melderson 吼，安尼换起来已经是第5任啊吼，含因过去比较这个尼加拉瓜吼。这个3任甲5任，咱真正是有迄个实力，所以一直咧讲诶，老师一直咧讲诶，正常发挥吼，咱已经吼袂这个惊吓吼。第1场咱总是第1场福气。第一场咧。头过心都过吼，啊，即阵咱趁休困诶时阵，过来看咱诶网友啦吼。这个有啥物意见互咱无？吼，有诶网友讲吼，我拄好嘛晓讲日语，吼，即马咧练台语，吼，同时阵嘛咧挑战韩语诶，吼，咱即阵来先看球场顶吼，伫第8局后半局吼，咱是换吕彦青，啊，吕彦青昨是有起来投球诶啦吼。哇，吕彦青嘛是U18诶时阵就开始做投手。是。会使安尼讲吗？伊细汉的时阵，我嘛看伊的比赛。即係講你看伊大汉的啦。會使安尼講，對。啊，咱先來看這個呂彦青一起來吼，就去用講一支安打吼，穿過這個二壘中方二壘方向，啊，一支安打咧共款，吼，無要緊，咱是好講，吼，咱就是好好掠出局數啦吼。好，今日這打者吼，對於咱的這個投手吼，其實嘛講6支啦吼，含因過去含尼加拉瓜迄個安打數吼，其實差不多。但是這球國強佇個二壘方向吼衝出去。哇，攏是掠頭前幾粒球就鎖定呂彦青的球，就降出去安尼。目前呂彦青是用3粒球向降2支安打。兩緊，這兩緊是啊，肯是。好球。是。先穩一下。其實這款就是講。拍紅無任何一個投手袂用拍安打，有影。大谷翔平嘛是啊，對啊，所以講這款安打是無啥物影響。無啥物影響啦。啊，只是講
袂使互伊一直拍，袂使互伊一直拍有影紧调整一下，紧调整一下对对对。尤其咱的颜青嘛是咱的国际赛经验真济，头拄老师讲吼，这个U18开始吼，顶顶的啊，即阵嘛是咱中后影吼，有讲就有机会吼，咱即阵三振，吼咱剧本吼写好势，三振了后要一个 double play。吼，咱看卢冠清其实伫咧兄弟内底，嘛扮演真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吼，所以这回吼派伊伫这个局数出来，吼嘛要看当伊过去伫伊的遮，康度路真好，哎啊，足稳定的，是。所以虽然红攻两支安打，水哦，小连线安尼甲看，一个三振来，佮一个好球，无问题啦吼。哇！哦，这真正足疼。疼啦吼，这是 Smith， 去看这足疼的，哎呦！掉伊的这个骹腿，哦，这足疼，疼到挡袂掉安尼。我嘛足惊用拍到这。所以这阵酷宝的63号是蒋孝宏，也是蒋孝宏啦。咱这个守备位置有小可变动一下吼。李宗恒原来守三垒，哦，头拄仔个吴念庭可能去一垒，去一垒，吼，所以最好用的utility man， 最好用的。好，所以咱过去咧讲，咱 Q13名内底，即个有诶内外兼修诶，有诶是遮嘛会使，遮嘛会使吼。所以咱即个先来看一下吼，是刺杀哈，但是透过即个时间诶23垒，即个1、2垒走到23垒去。头拄仔即个 ground out 哈 ，Brandon Smith。因为通常咱这个选手一直到可能啦，到前锋低几你是投手啦，啊无其实拢会到咧，拢会掉来掉去啦，这足正常诶。有影。迄是讲你有发挥，还是讲较惯势啊？较惯势，啊无其实这拢有需要时阵，拢会随调动安尼。拢会使。好，今日咱看到这个 Phillips 有一支安打吼，即阵23垒有人啦。啊有诶是讲可能选手有受伤啦，还是爱调整诶时阵，教练嘛是会甲因刷其他诶守备位置试看嘛。有影，咱尤其看到迄个小棒位，一个调，一个投手调。小棒是一定会。逐位拢爱选，甚至个保手啥拢爱换拢有啦。咱现在看这球，传向一垒就无问题咯，耶嘿！好，刚好拄换去咧一垒的这个吴念庭吼，卢冠清嘛讲，多谢吼，咱化解23垒的这个战垒，啊，这阵咱也是7比1领先吼。就是讲，甚至高中甚至到普罗拢有可能啦，可能做一寡调整。是。啊内野外嘛拢有可能，啊有诶是讲伊受伤，比如讲伊出手该位较低还是啥，伊可能就是无手到换二垒，因为二垒位边仔牵诶较济，啊就是看伊诶状况，啊教练会甲伊说，啊嘛是讲球队诶状况，啊甲伊说做调整拢有啊。是有啦吼，咱看讲吼，即阵自第一局拍到第8局啊吼，咱看到讲，其实这个起来吼，咱头拄伫第8局拄到一寡小可危机，尤其是卢冠清吼，但是咱看到讲小连线吼，这个靠家己的三振也好，队友手臂的这个帮忙吼，这个家控这个好势啦吼，啊，咱头拄嘛讲着吼，第9局啊。吼，伫咧遮，咱应该会当好好来期待马仔这个比赛吼，尤其马仔比赛，咱是要对上的是这个尼卡拉瓜啦吼。尼卡拉瓜因这个是共款投手嘛是不了强，但是咱其实打击今仔日拢总发挥，啊，昨其实嘛发挥吼，串联到马仔嘛是真关键的一个重点。我是感觉讲，不管是这场还是讲，但当然咱球迷是足紧张的啦。不过你看这调度甲因的表现，我是感觉不管是这场还是后一场。拢是
用调整的心态，啊，大家去打的心态来拍，因为上重要的关键是上尾啊，上尾啊23名迄道比赛，迄阵啊吼。迄阵才是上重要的。啊，当然咱讲今仔咱赢6分啦吼，啊，咱昨是输7分，是吼，咱嘛有人去讲马仔吼，咱也赢较济，嘿咱也赢较济当然啦，迄是上好是安尼啦，是上好是安尼啊，较单纯，较单纯吼。啊，尤其马仔嘛当望就是西班牙伫中道的时阵吼，南非南非甲赢过吼，啊，所以咱的迄个机会就搁较大啦吼，所以咱会当靠家己的这个能力，上好啦，有影咱直接把头名呢吼，所以吼，这个即阵嘛来到这个第9局吼，咱就开始，教练团嘛真正搁开始思考就讲，咱马仔这个应对是安怎？啊，尤其中道的这个比赛伊嘛是会看，但是也是抗伫暗时啊，这个表现好啊，这个。做一个好啊，讲就好，吼啊！即阵搁轮到哇，这个已经是第6轮咯，哦，咱的这个高野，吼，搁要起来。今日表现呢，吼是2支安打，吼算是袂歹啦，吼。就开落先锋，这个上垒率吼差不多8成，吼今日是真好啦，吼。讲一支出去来到手边外野遮。好，去互这个到外野手甲接起来，好拍第2球就攻出去。好，其实咱看到这个选手，其实掌握无论是这个新的这个换起来这个投手，其实拢会当好好掌握啦，拢拍会到球。啊，今仔日咱讲到这个主委啊，主委就较伊是负责上垒，嘿，有影4届拢上垒呢吼。上垒率嘛是有8成呢。有当时这拍较开，这比手有 Q 开的这比赛，有当时教练较看的就是讲是看选手调整伊安怎出腿啊。哦。嘿，毋是讲干那讲一定爱得分，一定爱安怎。对。就是你迄个顺啊无顺吼，个选手家己去调整。有影。哦。所以咱较早进前头几局咧讲轰乱德比迄个代志啊，就是讲全垒打的迄个比赛时阵，迄校棒的时阵，迄个足侪教练买哦，咱的推下手去拍就是安尼，拢惊讲为着拍全垒打，想要硬拍，啊了姿势走伊，啊心态走伊，对。有影迄个尤其较少年囡仔较无遐定的时阵，遐大仔的时阵安尼。所以咱讲的吼，有人搁咧问问题啊。好啊，欢迎。保守 framing 会影响这个好歹球的判断无？好，保守 framing，什么意思？再讲啊。这个保守的 framing 会影响，这是什么意思？我感什么意思？我来查看卖哈。啊，是你问吼，这个问题问较清楚者。我惊我袂晓卖假的。嘿。啊，这个应该是这个科技啊。这哦，没啦，伊带伊的，我伊滴伊的，我滴我的啦。哦，保守啊，伊的对啦，你讲你迄个徛的角度，其实嘛会当家己做调整嘛吼。你不管保守安怎，你主心你爱家己想办法调整。对。嘿，啊，我上烦恼的、较歹徛的，就是保守都足大张。是。啊，搁徛打架足近的。哦。安尼来甲球看无，所以足烦恼的。啊，你来甲球看无，我就爱徛较顶头，啊，徛较中央，啊，就足够球拍着。哦。你有看到，咱主心拢毋是徛咧保守正后壁。主心拢爱徛咧保守甲打架的中央，因为安怎？因为法律部拢通常是80%拢是拍去了另外反方向对。啊，你也徛较中央的时阵，也甚至搁较外口，迄拢是死区，就是你用拍死。哦。因为这法律部拍着真正。哎呦，这条。嘿，啊，你所以你着爱比咧。保守甲打架中央，嘿，有影这个因这个换起来这投手 Stevenson 吼，嘛这个控球无遐尔好势吼。所以你下保守足大只，啊，搁徛较我打架的时阵，我来甲球阮都看无，看无你就爱徛较悬的，徛较悬的，还是对徛较悬的。啊，有当时要徛较中央，还是徛较外口，
迄个神拜就会骂，迄是要找死啊！是，对啊。好，咱来好好看这个换起来李宗贤出去喽！好，换起来李宗贤，哇，这个拄换起来就是全垒打啦吼。目前咱高比就伫咧第9局，呜呼！这阵的好好好好好好。有影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咱的这个每一棒拢是关键，尤其大打起来吼，佫会当摕到这个真好的这个表现。水哦，是，哦，这个气氛真好啦吼，哎，甲这个头拄啊，主也送倒来，哎呦，嘛是讲这个方向，哎呦，哇，但是这个是 nice play 啦吼。无要紧，无要紧。这个讲拍波啊。是。好，过来看这个部分是全垒打哈，22号李宗贤。哇，真正是气氛真好的一场比赛。啊，目前咱是9-1，啊，咱延续这个气势，要拼到马仔。啊，咱嘛望讲这个有影咱头拄来讲的，这个比分数赢较济，咱要直接晋级。啊，即阵来到5连停。哦，5连停呢，今仔是也无安打的这个表现。啊，无要紧，无要紧，咱其他队友拢有咧斗塔，啊，昨天表现得足好的。就是讲咱每一棒拢是关键，亲像。哇，这球应该有安打的机会哦！有，是哦，应该有2垒安打的机会。5连停，咱头先讲无安打，这阵已经出现安打。哦，2垒安打，哎，气氛来咯，赢较侪分嘞。嘿啦，安尼讲马仔较无压力。哎，有影吼。太笑。较笑面，较笑面嘞，这才是咱拍球的气氛嘛，对无？有人咧问讲，咱是有咧看这棒球无？有咧支持队对无？咱这阵袂当讲嘛吼。我支持台湾队。哎，你会使讲嘛？我袂使，因为迄当我有当时进前啦，真较少。我进前嘛会甲台湾的 Pro CPBL 做翻译。啊嘛有去参加因裁判训练。是。啊，当然迄当阵嘛有讲我介意什么球队，啊，迄当裁判长就讲你袂使，你若咧做裁判袂使讲。哦，所以了后就拢较无表示讲我是倒一队的支持者呢。啊，不过大家看我的面册，应该拢知影，应该拢知影，这袂假字这样。咱伫这个线顶卖甲你讲，你家己看迄个老师的面册。惊讲无啦，惊讲无安尼吼。啊，咱即阵嘛对大巨蛋安尼来嗨一下好安尼吼。有影吼，咱看到讲这个气氛吼真好啦吼，这个现场的。这大波浪伊阁出现了安尼，吼，所以咱线顶嘛有大波浪吼，继续来问问题吼，有影，咱讲吼，这个所有的台湾选手拢加油吼，啊，即阵来到咱的文杰啦。其实看棒球，莫讲国际赛，其实普通时看嘛，拢有伊足趣味的所在。哎，有影。啊，其实我嘛足爱去球场看球，为啥物？我拢买一堆物件，上少迄个手摇杯，上少3杯。3杯。嘿，啊，就放有今仔日嘛炸1杯来。对，迄个一好好享受个比赛。好好享受比赛吼，啊，不是讲咧，这个单本季吼，咱看到讲，因为这个刺杀啦吼，所以咱讲伫咧第9局吼，咱这个吼，就第3人出局，不是讲咱透过吼，这个吼大打起来吼，咱来综合啊，吼得到2分，咱即阵9-1领先。好，因为即阵咱8分的这个领先吼，所以咱这个看球，吼，这个气氛真好，吼，有人讲吼，这个听海鹰 Team 台湾，吼，大海鹰海波浪 Team 台湾，有影吼，有影咱讲用听台语，吼，讲台语 Team 台湾 Team 台湾安尼，吼，这就是咱
用台语来讲求，吼，这个上大的这个目标，尤其咱昨是这个世界母语日221，咱逐工拢是爱母语日哦，毋是干那昨尔吼，所以咱讲这个比赛咱嘛鼓励，吼，搁较侪观众朋友会当锁定，咱公司吼所有的节目也好，还是讲这个所有吼关心体育的也好，还是方方面面的节目啦吼。当然咧，吼，咱讲到伫咧上尾一局啊，吼，咱先来甲观众朋友，吼。搁甲回顾一下吼，自第1局到第9局，吼，咱安尼是有5个半局拢得到分数吼，拢是其实逐局拢差不多有共识。嘿，其实拢有，嘿，迄是讲较拍算的，就是讲头2局本来嘛是应该是拢有法度得分，就是咧一寡失误，包括讲今日有2届走垒失误，无迄2届应该拢有分数入来，毋过野球就是安尼嘛，你就表示讲你这失误总比后壁比赛失误好，对哦。有影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台湾队啦吼，这个逐局拢有攻势，咱嘛看到讲，咱尾手咧其实就是看重迄个吼4甲7吼，甲伊打过了后，咱就看头前，真正看到第3局、第4局吼，咱这个大局吼，拢开始有3胜啦吼。其实咧吼，伫咧头拄只吼，尤其搁较互人这个欢喜的，就是过去咱看到张玉成这个大打起来，总现啊嘛害一支吼2分的这个全垒打吼，咱嘛即阵看到讲这个镜头吼头前是大饼的，含齐相成含另外一位投手吼，头拄来可能讲安怎布局，提醒一下，可能马仔上场还是吼，啥物咱会当好好去注意的。即阵咱换起来这个投手吼是张这个吴友成啦吼。其实伊长起来吼，其实有一寡这个危机，所以教练团即阵搁互伊起来有特别用意。咱即阵有8分的这个领先，但是你长可能的这个4甲7，你即阵搁你一届机会吼，互你好好表现，搁你打一寡这个吼投手帮的这个感觉一下呢。因为即届咱有足侪少年的选手机会，希望伊毋是讲把即届机会尔，就是讲好好享受比赛。我感觉这个国家队即届会选遮侪少年的选手，就是望讲未来国家队有更较优秀的选手，是，就趁这有机会时，你要好好把握，甲这经验，留起来，有影吼，互你成长，毋是讲有古早有当时咱台湾队出去比赛的时阵，你互选调国手，拢无上场的机会，安尼就无迄意义啊，是，有影，这就是讲你爱打起。学迄惊过，你过啊，你就成长啊。你就像裁判共款嘛，我就讲我拄起来时拢足紧张。皮抓呢吼。徛久啊，你有惯势，惯势了，就搁甲你调，搁较强度搁较悬的比赛。就人就是安尼啊，慢慢成长。规个都紧起来啦吼，有影，这拢是这个一个经验来传承安尼吼。即阵来看到讲，因派出因上少年的19岁。November 11月，这个南非队啦哈，这阵应该是换大打。水哦，3胜，5勇翔吼，含这个昨的这个气氛完全无共款吼，一起来就可以3胜。这样的信心就差足济。有影。所以咱这阵离咱这场的胜利，阁有2个出局数。有影吼，这个来到第9局啊吼，嘛是有线顶的这个好朋友一直咧甲咱讲吼，这个感谢咱台语的棒球转播，会当望讲帮助过去无用的台语找倒转来，有影，尤其透过棒球吼，真正是迄个台语。这个思虑上丰富的一个资料库啦吼，语言就是安尼啦，用久啊，伊就惯势啊。你拄开始讲，你可能有几个字唔知要安怎讲，唔要紧啦。你莫安尼就唔敢讲，你就定讲，定听，自然就惯势。有影。你像阮咧做翻译的时阵，通常我就做英语的翻译嘛，我有一道做澳洲队的翻译的时阵，因为伊咧。24小时拢甲伊生活嘛，除了困以外，拢甲伊生活。有一道我咧饭店的时阵，你啊食饭了细念，我边仔迄个选手就讲，嘿啊，我讲靠，你哪听有我咧讲啥？伊讲你讲英语啊，
我讲真的吗？就是讲你咧迄个环境久啊。你就嘿，我调起规工来底啊，我规工甲因做伙，我咧台湾啊做因翻译，甲因拉久啊，连我家己咧迄个细念我拢用英语咧讲是，所以共款的，咱是讲较无迄个环境讲台语啦。哎啊，毋过你也常常听，常常用。先来看这个林子伟的这个，哎呦我。有机会吗？out 到林子伟这个应该是刺杀成功啦吼，两个出局数，喂，大联盟顶嘅林子伟，你看伊笑起来就是这样啊，这个快乐吼，自信的笑安尼吼。啊，讲到这个 nice play 吼，本地已经要冲出去啊，吼，冲出去外啊，吼，两个水啦，哎水啦吼，心地两个。你这腰跳起来就好诶，哦，就配合诶，就配合的哈。有影，我有声讲哇，这先摆厉害厉害。真搞哇！哦，吴念婷嘛是赞啦，甲你鼓励一下吼。拢是国外职业棒球队啦。我念婷讲后盖文化，后盖文化吼。嘿，后前文化表现。哎，对。嗯。咱上尾出局数，这球讲出去应该有机会交互这个啊。这是李宗宪是不是？拄则换起的三垒手，结果是 good 到。不要紧，不要紧，但是这应该 good try， good try，哎，伊本地可能要嘿啦，伊想讲要高手神，不过伊这无伊球有变化，伊球家己有转，哎，你看有转。哦，走过来这边，嘿对，所以这应该袂记失误啦。你有看记录？记录组，咱等下来看记录组是毋是有甲伊记？应该是记安打，因为这个叫场地安打。嘿，场地内的安打，嘿，这非战之衰。你有看伊家己？甲咱笑出来安尼。我看过上喊的是，球拍迄个coach。诶，跑步，coach 也毋是贝斯，是啊，古早迄种拢草的嘛，啊有凹嘛，迄是靠讲球去讲诶，coach 迄个 box 啊，佮套入来内底来啊，佮练入来，佮练入去内底，啊，这嘛无法度，所以大家敢会使笑尔，毋知要安怎。是。对啊，有影吼，咱等下这个转播结束了后，其实咱11点公司台语台会播卡诺哦，哎，所以咱会当小人说咱其实拢是棒球日啦吼，所以咱讲，哎呦，这个 nice play， 解决起来，哦，咱解决起来，这个李宗宪头拄啊，这个咱讲吼场地安打吼，即阵要用伊的 nice play 来化解伊这个危机啦吼，所以咱这回咱的台湾队吼比上南非的9比1吼，8分之差拍败南非，咱马上要对上的就是这个尼卡拉瓜吼，所以咱今日整体表现，过来请教咱的老师这个。啊，看这球都爽啊！有影。我甲你讲，这才是我的实力，这才是咱台湾的实力啦。你才甲我笑的，拢甲我道歉。诶，道歉表，咱等下公司台语台，互你download一下安尼吼，有影吼。所以咱看整体这个投手也好，咱讲今日沙主神吼，甲这个吼李东明吼，过来陈碧如过来换起来吼，这个上尾啊，这个吴有成，昨可能是有人讲伊会迄个牛条烧起来较紧张的，但是咱今看咱这个所有的投手拢表现甲真好势啦吼。啊，尤其咱虽然今红讲8支安打，但是咱守备真正有帮忙啦吼。是啊，希望讲伊看出大家的笑容啊，安打有拍出来啊，希望大家放较轻松的这好的表现，继续马赛，甚至了后，拢有这好的表现。有影吼，所以咱今仔看到讲，咱今日吼有影台湾队 WBC 资格赛头一场赢场开始咯，咱继续来赢场吼。尤其咱今仔赢这个分数是来到8分吼，所以大家这个面相吼，真正拢是真笑面。咱甲继续这个笑面，咱要带到吼这个回来赛这个正赛，所以咱阁有几啊场比赛，尤其是马赛这场吼，对尼卡拉瓜吼，啊尼卡拉瓜已经是2连胜啊吼，对咱讲西班牙，今日下晡吼中昼的时阵，伊嘛是赢啊，对这个南非伊嘛是赢哈，所以咱同款延续着咱这个好手感，继续甲拍好开啦吼，咱一定是有真大这希望。头拄咱嘛讲着吼，这个过去吼，咱自这个这个经典赛12比5吼，这个7分之差，甲今仔赢8分吼，咱这个分数那真好调啊。马仔吼，南非咧对上的就是西班牙，咱即阵都爱鼓励南非，加油加油 ，enjoy the game 吼 ，enjoy 这个咱的 dome 吼，台北 dome 啊，好好甲西班牙拍好倒安尼啦吼，啊，咱咧顺顺利利。
吼，无论是安怎这比赛结果，当然也是靠家己。马仔一定要赢尼卡拉瓜这场啦吼。啊，今日吼非常感谢吼，咱的这个吼碧君老师做伙向咱报球，尤其讲到吼女性的这个意识啊，好，也是台语的这个意识啊，做安排啊，吼，做吼评审，也是做翻译等等这个吼真好的这个代志，拢互咱过去吼唔捌吼参与过，也是第一个听到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是咱线顶的这个好朋友吼，互伊好好啊熟悉，吼做一个好的这个开始吼，咱也唔忘讲马仔同款有好的这个比赛吼，尼卡拉瓜对咱的台湾一定会赢，所以明仔载继续来锁定咱公司台来线顶 YouTube 频道，同款的咱等下11点的时阵，就是要报卡诺啊，做伙用棒球来学台语，用台语听台湾啦吼！今日感谢碧君老师，感谢各位，咱马在线顶再见喽，再会，拜拜。